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我是陈龙光，我即摆伫即个住伫洛杉矶。今仔日由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主持人陈鸿辉然后则请陈鸿辉来介绍今仔日的主讲者林嘉怡博士啊，迄个阿辉我实在是真感谢伊啦伊按即个自安尼台湾通讯拄开始的时阵伊就伫台湾担任即个台湾通讯的总联络人会使讲若无伊的拍拼台湾通讯今仔日袂当活到今仔日啊，今仔日安尼伊佮推荐即个丁嘉怡来担任今仔日的主讲咱真期待即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是要讲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催生甲影响因为因两个人拢对即个法律自开始的时阵咧催策的时阵拢是幕后的英雄啦所以我即摆我就甲时间交互陈鸿辉，好，安尼无陈鸿辉请。感谢梁哥兄的开场吼。伫个即个台湾要推展咱台湾的语言相关的代志事实上有侪有志啦伫无共款的所在咧拍拼有真侪代志其实是可能对媒体啦，还是讲真侪较一般的管道可能无简单去了解啦无迄个管道通去了解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即个部分来讲我想是一个组织足侪无共有志对无共即个角度无共款的管道去拍拼甲经过几若年即个期间才来产生的我想这是真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今仔日的即个主讲者林嘉怡博士我想是一个其中参与真深的其中一位啦透过伊甲咱今仔日的小解，希望会当互搁较侪咱海内外关心咱的母语传承的有志会当搁较来了解相关的代志我想是今仔日即个议题，希望会当互搁较侪人来了解即个过程啦点滴林嘉怡即个伫个几当前应该是2016啦有即个有一个机会就是嘉怡甲我有伫个即个闽视的台湾学堂来制作即个讲台语长着是的节目这是其中一项，就是讲伊投入甲即个制作所产生的一个到呾算影响真侪新的一辈要学习台语文遮的少年朋友一个算重要的节目啦这是其中伊所参与的其中一项当然伊嘛有参与伫过去真侪拢是幕后的较侪啦一寡工课我想伫个台语文运动内底需要亲像嘉怡即款，就是讲女性而且就是有伊的专业有伊的坚持，但是就是可能用较温柔佮坚定佮可能就是一般人无一定想会到的方式在推动我想有真侪无共款的影响力是像安尼的人物去投入产生的这当然拢有可能较无形啦但是我想咱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听嘉怡来说明伊所参与的即个催生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即个经过希望会当互咱大家搁较了解即个法我想对我的角度来看是即个法是一个足重要的法毋过即个法要互伊真正落实还阁有一段路爱行即个路犹原是需要搁较侪有志来参与甲关心才会
愈来愈落实，愈来愈成功吼。好，成功到遮，我想着甲时间交互嘉怡吼，请嘉怡来甲咱分享伊分享伊即个过程安尼吼，安怎来倒推成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啊，甲伊有啥物款的影响吼。好，咱就请嘉怡。多谢阿慧姐的介绍，互你讲一个我足感动嘛，足紧张的。我已经足久无，就是讲演讲的时阵遮尔紧张吼，因为今仔日都是现场有真济先拜吼，大家有志，大家平安希望讲今仔日的即个分享吼，会当互大家听歌，就是无后的代志啦吼。为着要准备今仔日即场的分享，我嘛甲过去的资料都是出来，才发现讲哇，有真济代志其实嘛已经伫要袂记哩啊。我先简单讲我今日会讲啥，基本上我就先甲国家语言发展法制定的历程吼，略仔先讲一下吼。接落来就是重要的是法案嘛，法案本身我嘛会小可介绍吼。了后咧，我就会开始讲一段，就是2016年迄当时发生的代志，到是安怎会有即部法案产生。刷落来就是讲，既然咱有法案啦，安尼即个法案到底对台语的吹送伊有发挥啥物作用咱佫会当做啥代志大家会当斗想一下。上尾我嘛有私心，就是用一寡时间，想要讲一寡，就是做台语工课过程当中的一寡感想希望讲大家会当互相讨论今日简单就是遮个主题。好，首先我就是要来讲制定的遮个历程啦因为即几张是华语文的骨干簿，所以咱会看到的是主要是华语的部分好，所以其实要讲即个法案的起头伫咧进行介绍的时阵，拢会对1985年迄个语文法开始讲。即个语文法真神秘，因为伊其实敢若草案尔，伊毋捌公布过。是安怎咧？因为迄当时伊公布的时阵，咱台湾社会都已经规个掠讲因为即个内容我等下会互大家看一下所以就啥物开记者会啦投诉啦，等等真侪反对的声音，所以都无加载无因为迄个法案的内容足恐怖的过来1996年原民会成立2001年客委会成立，咱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真正就是讲实际上的起头是2001年其实是2001年，毋是讲后来的2016年其实是2001年的时阵，迄当时主管单位管理即部法案的主管单位，也是教育部。迄时算是讲所拟定的是叫做语言平等法，上头叫做语言平等法。大家可能会想讲。2001年，哇，迄是足久以前迄当时的语言平等法应该是较保守较无即马遐尼进步实际上，迄个语言平等法的条文比即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搁较济实在讲搁较理想性，比即马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理想性搁较悬。是安怎会退步？可能当看到即个语言平等法的人，会去想讲是安怎？咱即马变做怎退步咧？实在讲，我感觉毋是退步，是迄当时关心即件代志的人伤少。一个议题，若是甲伊关心的人伤少，伊反弹的声音就会较细。无啥物人出来反对的时阵，你就会当写互较理想性，因为无人甲你插。是安怎？即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看起来遐尼温和，都是因为咱社会上关心即件代志的人愈来愈侪，各种声音都拢会较大声。即个时阵因为关心的人侪，颠倒咱变做讲法案的内容变做看起来较温和过来是2003年迄当时教育部还阁有一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当然，即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就是我过去服务的单位伊伫咧古早国民党的时代，伊真正是伫咧推行国语嘛。而且即个单位伊就是对中国真正直接刷过来。毋过后来到伊的迄个到尾即个国语会伊的即个定位有小可改变变做讲对台湾国内的各种语言伊拢有去出力，像。我入去的时阵，是啥物人做主委？大家敢知影？
是陈良伟老师做主意的，吼，而且我是伊甲我面试的，吼，印象足深吼。好，毋过咧，迄当时啊，国基会即个通过了后吼，无偌久，伊法案的主管单位就刷对文建会去，吼，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是啥咧？就是即马的文化部，吼。公家单位其实因其实拢会互相塞工课。即个法案当初是安怎会对教育部塞对文建会去？我毋知影，迄伤早以前我无参与，我完全毋知。规定就是2003年开始，即个法案变做是文建会，就是即摆的文化部吼伫咧处理组织。即摆咱看到2004年吼，看到4字吼，就互所有就是吹塞工课的人，就敏感的4个字叫做再行演绎啊吼。搁再演技的意思就是我无想要管吼，先囥咧的意思。所以这是到一个阶段。其实尾啊。后来吼，这我都无详细讲，我想要甲重点放伫咧后面。这个过程我嘛拢无参与，但是大家会当看到吼，差不多1、2年，1、2年，这个议题伊就会搁去互人提起，吼，搁去互人讲，咱有这个法，啊，你即马要安怎处理？你要审议无？你要公布无？你要讨论无？吼，啊，拢无结果，吼，一直到2012年，迄当时啊。文建会就已经正式改制做文化部啊吼。好，这个法案呢发展到2013年的时阵，我感觉是到一个阶段，吼，因为就是关碧玲立委，伊迄当时啊就已经甲这个法案吼，用国家语言发展法有伫咧立法院内底提案，毋过共款，迄时关心即件代志的人伤少，伊伫咧民间无声量啊。无声量就变做讲，立委因就是靠选票嘛。你无票的代志，伊自然伊就会排较后壁。吼，这就是民主社会就是会安尼。吼，所以遮就到一个抗战。刷来故事就到2016年，就是今仔日所要讲的重点。吼，啊，3月的时阵，就是台湾母语联盟甲一寡其他的团体、民间团体吼，阮就是发起讲吼，有要做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工作坊吼。啊，等下我就会讲一段故事，是安怎遮的团体吼，遐尼济届的讨论啊，等等吼，有生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民间版出来。用这个民间版呢，吼，我甲阿慧姊，还佫有迄阵啊，这个新台理事长吼，啊，佫有其他的友志吼，阮都是四界去拜会遮个立委啦、党团啦，也是讲教育部啦、文化部啦吼。等下主要会讲即段故事吼。所以因为即届大家会拍拼，大家共同会拍拼吼，哇！我感觉迄当时啊，真正就是迄款，就是大家拢有咧支持的迄款感觉吼，真正足好诶。就是大家互相斗相共，互相拍拼。好，今仔日要去倒位啊？啥人有闲诶人就来吼，有来诶人咱就分配，讲你要讲啥，你要讲啥。吼，等下我会较详细讲即段过程。好，刷落来就是4月诶时阵吼，因为即个过程，因为管理委吼嘛有参与，是安怎会参与咧？这感谢啥？感谢副主医师，吼，副主医师伊就有去甲关碧玲讲嘛，吼，所以就关碧玲伊就阮等下会讲到迄个工作坊，其中有一届就是管理委所调集的，吼，啊，伊就搁再提案，吼，搁再提案，而且我会记得伫咧工作坊的时阵啊，伊就讲当初是我提案，都无人要参我，我搁会记有讲即句话吼。好，伊即届提案咧，吼，就因为迄当时啊有真侪人咧讨论啊嘛，所以就有进入一套，吼。5月，时代力量的党团，因嘛有提案咯，吼，因的法案的名称叫做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因嘛有提案咯。过来咧，6月，立委黄国书，当然咱即马讲到即个名有小可就是遗憾啦，吼，总是迄当时啊，要毋知嘛，吼，而且伊是迄当时啊，教育文化委员会的调委，就是立法院内底伊有几来个委员会，啊，无共委员会因会去处理无共类型的议题，其中一个甲咱足有关系，就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啊，委员会吼，因拢会排调委，吼，调集委员，啊，通常拢是两大党2个人做调委，吼，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吼，啊，因会互相轮流。调委足要紧，因为调委会当决定
什么法案今仔日要讨论，什么法案今仔日毋讨论。所以咱伫咧做即款立法的倡议的时阵吼，你一定爱去拜会调委，因为调委若是支持，你就较有机会会当踮立法院内底做讨论。所以，是安怎？伊嘛家己有提案，当然都是因为阮有去拜会啦吼，你等下讲。好，到2017年吼，法案是安尼，若准讲民间伊有一个提案，伊相对来讲，政府单位伊就爱提一个对案，吼，即个民间的提案、立委的提案，甲政府的对案，爱做伙同齐送入去立法院内底做讨论。所以文化部伊就正式吼，是安怎？文化部即届会遐尼积极，吼，嘛是共款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吼，等下再讲。吼，伊就有办理一个委托案，吼，来算是讲研究法案，吼，重要的是伊办理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公听会，这是针对法案吼办的这个公听会哦，吼。好，即几场的公听会了后，吼，当然有真侪结论嘛。差不多迄个时阵都是6月吼。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就是伊等于是含国家语言发展法同时间伫咧研议吼，因较早公布吼，而且就是讲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伊就是保障因迄个族语嘛吼，当然因的情形就是就是讲伊这是算是因专用的就对啦吼。好，一直到过当年吼2018 4月的时阵，伫咧教育文化委员会内底吼，就做实质的审查吼，5月就进入后一个定词吼，因叫做广泛的讨论啦吼。实在讲哦，大家看讲感觉2016年到2018年吼，2年的时间真长。毋过因为我家己本人嘛有参与别个社会议题啦。我感觉会当伫咧2-3年的时间内底，甲一个法案通过，我感觉有够紧的，真正比较上算是足紧的吼。好，而且咱知影立法院伊有分2个会期，就是顶会期甲后会期。本来大家希望讲伊会当伫顶会期结束进程，吼会当通过，结果无进度上无法度，因为到迄个就是讲5月底吼，也是12月底的时阵，就是每一个法案踮咧互相竞争，看即马倒一个法案较要紧。立委每一个立委因较要意倒一个法案，吼因是安怎决定啥物法案要先杀，啥物法案要较先囥咧？当然一方面是每一个立委因个人的理想嘛，因一定有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另外一方面，因就会参考即马社会上对啥物代志较关心，因为毕竟因是就是讲是社会大众大家选出来的，吼。即个时阵像讲即个不分区的立委，因就真要紧，因就较会当去做一寡理想性的代志啊，吼。所以毋管安怎，总是迄当时啊，就停落来，吼，停落来了后，就到后会期。后会期咧，吼，迄阵啊，到月年底的时阵，眼看又搁无法度通过啊，就是因拢无排啦，吼。所以就是即段期间变做立法院内底拢无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做任何的代志。就是讲，伊头前的遮个定词，文化部应该爱做遮个定词，已经拢做了后，吼，比如讲即个因一个法案所需要经过足侪定词，吼，遮个定词拢已经做了啊，都是剩立法院尔。偏偏即个时阵怎徛伫咧遐，吼，真加在，我感觉政治的问题，吼，要是爱靠政治去解决。即个期间，吼，就是即个周清玉周院长，吼，伊去拜会去拜托，吼，郭建民立委，吼，伊当然是迄阵咱的即个党团的即个总调嘛，去拜托遮个人，吼，总算伫咧迄年的年底，吼。有进入就是党团协商，吼，即个逐条讨论，吼，大家会当看党团协商12月24，逐条讨论12月25，共款迄天三读通过，这是咧赶啥进度啊？你都会当去想讲，迄当时啊，即个大家咱捌咧瞧的过程，吼，都三读通过啊，吼。我记得迄天应该是上班日，吼，应该是上班日，我就
小可迄阵啊，我已经有头路啊啦，我就小可紧张嘛，想要看伊即摆诶情形，都看着拄好看着关碧玲伫发言吼，啊，搁有 Freddie 咧发言，我阵啊感觉心内感觉足感动诶啦吼。好，当然刷来就通过了吼，啊，2019年1月就公布正式实施，咱就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啦，吼，即个伊诶即个过程大概是安尼吼。即我要特别提出来对照一件代志吼，历史诶对照，拄则有讲到1985年诶语文法吼，我都无念啊，即个恐怖诶内容吼，我都无念啊吼。基本上，伊其实就是一个伫咧打压台湾诶本土语言诶法案，伊就是要讲起来，就是伊要甲台语、客语、俗语吼，打好死就对啦吼。啊，咱过去拢敢若较知影广电法嘛，咱过去拢较知影这吼，因为广电法有通过，伊有发挥效果吼。加在即个语文法无通过，即个若一个通过了，迄代志毋知偌严重。过2-3冬吼，1988年迄当时啊，就是咱算是吹杀本土语言的历史内底真要紧的一个社会运动，就是兴华客家话、反客家话运动吼。大家毋知影现场的人有人知影即件代志无？就是伫咧今年吼2-3个月前，1月啊2月我袂记哩啊。客委会吼，因本来有定一个叫做全国客家日。伊本来是甲因的即个民俗，因的礼俗的一个日子叫做天川日嘛吼，甲天川日定做全国客家日。今年因甲全国客家日改调去啊，改做啥咧？改做12月28，定做兴华母语运动日。吼，这是客委会今年新的公布的一个，我感觉即款代志足好，真正足好诶吼。啊，当然咱即马看着讲民间咧，若像咧对抗华语霸权诶人吼，基本上看起来拢是咱台语诶优质较济啦。即啊，甚至就是讲我身躯边嘛有真济，算是讲客家诶老师啦，也是讲就是因诶政治立场吼，定定会互咱感觉讲。唉，恁哪会安尼？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当了解我诶意思啦，就是讲，哪会是安怎？恁明明嘛是共款去互过去迄个政权压迫诶族群、压迫诶对象，是安怎？即马恁支持因诶，哪会变做较济颠倒较济？当然，即个背后诶理由啦，吼毋管是对人性来讲，还是讲对政治来讲诶种种诶理由。真侪人拢已经分拆过啊，咱大家嘛拢知影啦，吼。好，毋过咱来看历史的即个发展吼，到2001年有拄则讲的，其实内容搁较进步的语言平等法出来啊，吼。2019年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出来啊，即段时间讲起来真长，啊，毋过你以一个民族的历史来看，嘛才几年尔，吼，所以有当时啊，咱一直感觉讲，我是其实一直感觉讲，遮无够，遐无够，遮无够，遐无够。毋过咱有当时啊，翻头去看10当前、20当前、30当前，会感觉讲咱的社会其实一直咧进步。迄个进步的迄种力量吼，甲伊改变迄个程度，其实有当时啊不哩啊大呢。所以咱即马感觉这无够，迄无够啊，咱若是继续拍拼。20年后咧，30年后咧，是毋是伊会比即马搁较进步？就有可能啊，因为咱即马已经比30年前进步足济，所以30年后真有可能台语的说明会比即马进步搁较济。吼，这着爱看咱即马大家安怎去对待伊啦，吼。好，伤早就讲着感想。过来吼，我小可讲一个啊，国家语言发展法吼，下条文甲内涵吼。伊的即个规划法案吼，伊有一个算是赞处吼。第1条、第2条，伊咧讲伊的宗旨甲伊主管的单位，这就安尼吼。第3条甲第4条吼，伊讲，因为所有的法案、法律，伊拢爱有定义，定义啥咧？就是讲我即个法律，我即部法律内底的名词是啥物意思？
好，安尼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语言是啥？这个问题结果变做一个大难题哦。吼，迄当时大家咧讨论法案的时阵，这个国家语言爱包含什么语言？吼，爱排除什么语言？吼，这已经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包含的这个语言，因要叫什么名？吼，当然大家拢知影，出问题敢若咱台语尔吼，这实在是互人出气的，迄阵真个足生气的吼。所以，伊当时吼，文化部因的公听会的版本哦，甚至伊直接摕两个案，一个案家己的名称讲出来，第二个案无家己的名称讲出来，吼，所以就足好笑。咱最后通过的版本是安尼嘛，吼，台湾国有族群，吼，国有族群。什么叫做固有族群？吼，我相信这个议题嘛，已经现场的各位一定拢听过足侪论述，吼，就是固有，你要固甲倒一条线以前叫做固有，吼。遐个人定定嘛，不时攻击咱讲啥，你嘛是外来者啊，吼，台湾真正就是爱算原住民啊，等等这论述，大家一定拢听过啦，吼，所以我遮就莫阁加讲，吼，所以变做最后是即个版本。我想有可能，有个人会感觉讲，这是安怎？就是你是安怎要用即个版本互伊通过？吼，咱是安怎台湾的即个台语的名是安怎袂当甲写出来？你敢真正遐尼就是无动头吼？是安怎要互伊通过即款讲法？我感觉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迄当时吼，真正对台语的即个语言名称，来自社会各界，吼，毋管是客家的族群，吼。客家族群的反对当然是声音上大啦，我感觉这是事实，我嘛毋惊讲，毋惊甲伊讲出来吼。客家族群的反对的声音是上大的吼。原住民族的遮的族群，因的即个反对的声音，颠倒抑阁我感觉抑阁无遐尼强烈，吼，就是讲的，大家要会当接受。社会上吼，对本土语言议题吼，其实无啥了解的人吼，就是迄款对人发声，斗红目有斗老一个遐个人吼，有真济人哦，伊嘛是听人讲啥物，凭啥物台语，敢若台语会使叫台语吼。即款莫名其妙的论述，其实伫咧社会上真流行，所以对即个语名称吼，迄当时文化部其实真惊大家有参与的遮个民间的友志嘛，真烦恼。烦恼啥咧？烦恼讲，若准咱即马坚持，吼，要伫咧即个法案内底处理语言名称的问题，若准咱安尼坚持食，颠倒互即个法案无法度通过，即个损失咱敢担会起？迄当时大家友志足痛苦，就是伫即件代志。你要即马？家己的名称正式写伫咧法律内底，坚持即件代志，吼，也是你要先互一个保障性、宣示性的法案，先互伊过了后，咱才来做即个算是讲较有争议、有冲突的问题。咱敢要牺牲互即个法案通过的即个可能性，咱敢要拼？这就是一个选择啦。我毋敢讲，我绝对袂去讲吼，当初是安尼做较好，还是当初是安尼做无好？因为历史就是安尼嘛，你时间过去啊，你其实永远无法度去证明你当初时若是行另外一条路会较好，还是会较歹。总是条文会安尼写，迄当时确实有诚济反对的声音。对公家单位来讲，对咱遮的友志来讲，咱嘛无希望。就是因为安尼，怎即个法案无去吼，所以推伫最后，就变做安尼吼。因为法案是安尼，法案伊都通常毋是讲通常啦，真济法案伊拢有另外有一个施行细节，就是针对即个法案所讲的遮个原则，你实际上要安怎做，会有另外一个施行细节。迄当时就想讲，无咱伫咧施行细节的时阵才来处理，因为施行细节伊较是行政命令的产处，伊较毋免像法案安尼，你爱伫咧立法院吼，安尼几立关安尼通过吼。
啊，毋过后来时行世情嘛无处理，这等下才讲吼。啊，自然语言吼，甲台湾手语吼。自然语言的意思，伊其实较语言学啦。伊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讲什么Python 啊，吼C 加加即款物件吼，伊无算伫国家语言内底啦吼。就准讲就是准讲一个电脑程式语言伫台湾已经使用足久啊吼，伊嘛无法度做国家语言啦吼。好，台湾手语其实是本来的版本内底完全无的哦。台湾手语真正足特别的，伊是咧办公听会的过程当中，吼。手语的团体，因知影有人咧即个文化部咧做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因就招因的团体的人吼去参与公听会，讲手语嘛应该爱成做国家语言。哦，迄当时啊，阮就安怎紧去看，因为同时间办即个公听会，同时间大家有去研究讲每一个国家因的对语言的立法吼是虾米款情形嘛？较像有影，有诶国家因有甲手语列入去因诶国家语言，吼，这毋是台湾，就是先安尼做诶。啊，因为既然别个国家有即款先例，吼，咱当然就感觉会使考虑，所以后来就手语嘛有入来，吼。这个过程嘛真趣味，咱有时间嘛当讲者，吼。好，过来就是平等，吼，反歧视。好，接落来就是第5条，吼，是爱召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吼。这后来有啦，啊，毋过等下讲。第6条就是讲，爱有专职单位，专职单位这4字啊，吼，我伫咧整理即届干部的时阵，吼，翻头转去看，对2016年到即嘛，专职单位这4字真正是，比家己的名称共款困难的代志，吼，是安怎咧？我嘛是共款，等下讲。好，第7条吼，主要是即个语言发展的相关的一寡内容吼，包括讲咱爱有普查吼，爱有教学资源吼，爱有公共服务，爱有提供一个本土语言友善的使用环境啊吼，爱大众传播的事业等等等等遮的吼。啊，第8条就是讲，政府你应该爱有国家语言报告，爱有国家语言资料库吼，遮是算是讲对语言的发展，你应该爱做的代志有遮的吼。好，第9条足长诶，因为伊是教育的每一个阶段吼，大家会当看幼稚园，吼，第1项是幼稚园嘛，过来咧国民基本教育，哦，即个国民基本教育足要紧哦吼，等下即个感想我嘛会讲到，咱国中必修即件代志，拍拼遐尼久，对过去就是地社长迄当时啊吼，抑阁在生的时阵嘛吼，就一直在催杀国中必修即件代志吼，一直到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才真正吼，甲即件代志就是讲实现啊，变做讲咱即马国小、国中、高中，咱拢有爱教台语课吼，这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过来咧吼，内底伊讲学校的教育爱用国家语言吼，意思是讲准你即马要用台语来教数学，你即马要用台语来教美术，你是有法律来甲你支持的。今仔日我是一个音乐的老师，我伫咧学校我用台语来教音乐，吼啊，校长甲我讲，你袂使哦，你上音乐课怎么可以用台语？我就毋使甲伊讲，即马法律有规定，上啥物课我拢会当用每一个国家语言来上，只要我的学生听有，吼，伊的，只要伊听有我的学生同意，你袂当甲我阻挡，我要用台语教，我有法律的根据，校长你袂使甲我阻挡，吼，就是即个意思。好，国民教育刷来是啥？高等教育嘛，所以就是大学、吼研究机关、学术研究等等等等。大学教育刷落来咧，就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变做讲，遮个主管机关你爱提供真济啥物线顶的资源啦，吼，互社会大众，就是已经无伫咧学校的社会大众，你要学国家语言的时阵，你会当有资源，吼，所以这是社会教育的产出。好，过来第10条咧讲师资，就是讲主管机关你应该爱培养国家语言的教师吼，啊，而且咧爱专职的方式来聘用吼。有个人可能会知影，就是讲咱过去
国小咧教台语课的时阵吼，有真大一部分是咧靠教学支援人员吼，遮个支援老师真正是负担真济一线的教育工课，毋过因的薪水也好，待遇也好，真正拢足歹的吼。啊，甚至我嘛听到真济例是讲因伫咧学校啊吼，足无受到尊重啦。啊，为伫迄个过程吼，足济代志听到实在是真艰苦。啊，逐届若是有机会吼，只要有机会有参与，会当参与，就是政府的相关的提案啦，甲迄个法案顶顶的人吼，逐个拢一直想办法，想要改善即个现象，即个情形。毋过因为这算是讲制度伫咧遐，真济代志都无法度像咱想的安尼吼。你像讲制度就是教师为主嘛吼，啊教学支援人员伊本来就是家己当做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就变做讲咱想要用各种方式去处理，毋过拢一直无法度，因为毕竟伊爱牵涉修法就会足麻烦的。所以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的即条吼，因为即条。伊嘛，原来后来都有去修改师培法咯，吼，师培法伊有修法，而且都是有真济改变就对啦，吼，这等下会详细讲。好，再一条，这嘛是另外一个真感慨，我来逐条拢感慨啦，吼，就是讲，简单讲就是人民你伫咧做所有和政府吼有关系代志的时阵，你去法院你要去告，吼，你要去相告，还是讲你要去公所办代志？吼，我今日要去公所办代志，我若是讲台语，我就是要讲台语，甲我服务的人吼，你袂当要求讲我袂当讲台语，而且你爱配合我，吼。若准讲无法度配合的时阵要安怎？吼，咱会晓讲台语的人，伫咧台湾要算是相对来讲数量有较济嘛。今仔日若是一个讲帮诈，吼，也是一个讲吸烟吼诶阿嬷吼，伊去公所办代志啊。若准公所的即个少年人，伊真正袂晓讲帮诈啊！阿嬷伊无啥会晓讲华语的时阵，要安怎咧？吼，即个时阵国家应该爱提供通译，吼，通译，这都是配套拢有。哦，所以即个法案即个条文毋是凊彩写的哦。你第一条有第一项的即个规定，吼，你都有第二项的即个配套。这嘛后来有发生代志嘛？吼，咱来讲。吼，11条咧是去符合的通行语，意思就是讲吼，今仔日比论讲，因为上有可能是台南嘛吼。准讲台南的即个台南市议会吼，因今仔日议会讨论通过，甲台语正做台南市的区域通行语，若准通过哦，前提爱议会通过。安尼台语就会变做台南市的官方语言。吼，准讲苗栗的议会，吼，因若是有通过讲客语要正做因的区域通行语，安尼客语就会当变做苗栗的官方语言。吼，好，即条是作用是安尼啦。啊，迄当时啊咧想即条的时阵吼，大家拢感觉是。会当实现的可能性真低，上有可能的应该就是苗栗甲台南这两个县市吼。若准这两个县市无做这件代志，别个县市要做，我看是真拼咧吼。啊，毋过因为这毋是讲市长讲准算哦吼，民主社会袂当安尼，你一定爱议会通过。吼，因为咱台湾即马是地方自治嘛，你一定爱议会通过才会当做。毋过准讲若有一天，咱台湾的社会当发展到即个程度的时阵，吼，咱都已经有法源伫咧遮，即马都是等待咱社会吼，催促各种本土语言的即个进展，看会当进展到未来有一天，咱会当做即个区域的通行语。实际上，这毋是啥物特别奇怪的代志嘛，全世界足侪国家拢安尼啊，对无？就是讲，伊即个国家内底有几若种语言吼，啊，无共区的官方语言是无共的，这足事常嘛。这其实毋是做袂到的代志吼，啊，所以就是讲，咱来看，无的确30年以后吼会实现，咱毋知影吼。好。传播媒体吼，这个就是讲出版啦吼，也是讲电影出版品、广播电视等等吼，啊，搁有你爱有
电视的专属的频道。哦，大家可能会想到这条甲啥物有关系？就是公视台语台，吼。公视台语台伊正式的法源，吼，其实毋是即个，是因定外处理所有的公共事业的迄个法案。毋过，迄个法案真复杂，迄当时啊，因嘛当咧做真侪修改，哪像即卖也无啥物结果，吼啊。毋过咱国家语言法典法较紧嘛，吼，你有即条了后，你即卖要设立台语台，你都有法源啊，吼，这是传播媒体。过来，即几项是和推广较有关系啦，吼，就是讲你爱有政府爱补助啦，吼，爱就是爱考语言认证啦，吼，还是讲你公务人员的甄选，吼，你应该爱甲国家语言当做你能力的证明，等等等等，吼，这是较属即个推广的方面。好，上尾两条就是C嘛，吼，好，这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大概的。伊的即个法条，就是敢若即18条尔，吼，即18条内底，伊其实是每一个面向吼，啊，伊基本上拢差不多顾着，啊，伊有伊的赞处，甲每一条的精神啦，吼，啊，其实法案是安尼，法律伊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上低的标准，伊毋是无应该是成做一个上悬的理想，所有的法律拢是安尼，伊是做一个基本的保障。吼，我嘛是用即款角度来看待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你至少你爱做甲安尼，毋是讲安尼就有够，是你至少爱做甲安尼。好，安尼即个法案吼，遮个条文吼内底当然有真侪会当讨论的争议，伊敢会当有一个综合来讲核心的精神呢？我感觉有吼，伊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多元、平等。保存、发展，都是即4项。吼，咱所有的台湾的语言，拄则你看到的每一条，伊都是咧做即4项代志。第一，你要承认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咱本来就是有一个多元的语言。第二，遮个语言、遮个文化是平等的。第三，你爱去甲伊保存。第四，较积极的，你爱去甲伊发展。好，有真侪，迄当时啊嘛，原来有在讨论。国家语言有包含华语无？这是一个足直接的问题，对无吼？准讲你若甲华语夹入来，有两件代志，咱大家无法度接受。第一，你甲是面遮的语言，正做是国家语言，伫咧情感上，咱无法度接受。虽然即马台湾大部分的人，实在讲啦，你若是要讲啥物母语吼，大部分的人，真正是台湾大部分的人，伊上会晓讲的语言就已经是华语啊。台湾即马就已经是成做一个即款的社会啊。吼，你伫咧即个时阵，你讲你所讲的台湾人大部分人所讲的，毋是国家语言，实在讲，咱当然讲无问题啊。吼，因为嘛是有别个国家是安尼处理的嘛，咱当然讲无问题。毋过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因其是无法度接受。吼，第二个问题是，你若是甲华语夹入来，安尼遮个资源，拄则讲到遮个资源，是毋是拢爱分华语？即个问题其实迄阵咱大家有讨论到吼，所以咱若是翻头去看迄个条文哦，吼，其实咱会当用即个角度去看，遐个所有的条文是针对所有的国家语言，对无？吼，咱若是对第一条开始看，看到上尾一条，遐个所讲的内容，华语安怎，伊全部拢已经有啊，伊全部拢已经有啊，每一项拢有，所以伊已经伫咧法律的即条线。顶面伊全部拢有啊，所以遮个法案准讲啦，准讲你惊华语来抢资源，其实即点我感觉要会使控制，因为就法条来讲，伊拢有啊。毋过咧，台语、客语甲族语拢要过离即个标准足远诶，吼。所以我感觉咱会当用即个角度来甲看，不足诶条文所写诶遮个，以咱台语来讲，不足诶。国家甲社会都要紧甲伊补，有够额诶，就是你都已经有达到即个标准诶，你就甲藏咧。所以我就支持讲吼，所有华语诶研究吼，咱拢莫去甲讨论华语即个物件，你就是甲藏咧，吼，免莫讲有啥物资源，莫讲去甲讨论就对啦，莫插伊吼。
规伫花去凊彩啦吼，就是咱就是甲资源尽量用伫台语吼，不足的补，教育的坑咧，这是咱应用这部法律的时阵，我感觉咱会当处理的方向吼。好，哎呀，免咯，我感觉我敢若讲伤慢吼，好，煞来要开始讲故事啊吼，嘿，这个故事吼，即届催生是安怎开始的？就是我要来开始讲2016年，迄当时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这个过程当然就是成品啦吼，我干若会当就我有参与的部分，我看到的部分来分享。当然，我相信过程当中一定有我毋知影的代志，吼，嘛毋是干若我看到的人咧拍拼尔尔。总是我的眼界有限嘛，我干若会当讲我知影的，我确定知影的，我手头确实有资料有证据的，我才会当讲吼。所以我就是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迄当时啊发生啥物代志的迄个过程啊，就是大家听故事啦吼。好，时间是2016年初吼，迄当时啊咧，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刚结束尔吼，啊，咱选着蔡英文甲陈建仁嘛，啊，迄个时阵就是我家己感觉讲，自从迄个郑社长过身了后吼，算是台语界敢若有一段时间，大家敢若较恬静，较无像过去安尼，不时啊有新闻，不时啊有议题吼。啊，头仔开始是啥物人招的吼，我都已经无啥会记啊。总是有一群人吼，等下我看有倒几个人吼，有一群人吼，伫咧2016年1月之1迄天，阮伫咧倒咧，阮伫咧台中教育大学开一个会吼，迄个会就是迄当时啊，周清玉馆长吼委员，伊有安排着讲要邀请几个本土社团共同来去见陈建仁副总统。伊迄当时也未上任嘛，吼，算是咱的准副总统就对啊。要甲伊讲吹插本土语的代志，吼，所以就招大家来整理一下，咱要甲副总统提出啥物诉求，吼。讨论即件代志掠外咧，大家当然都会讨论讲，安尼即马看起来，世面对咱是有利的嘛。民进党又搁执政啊，咱是毋是应该爱趁即个机会？大家吼，紧想看觅啊，咱会当做啥代志？吼，所以就有迄届的讨论。加在我是一个真就是逐届开会，我拢会做会议记录吼，所以我有甲迄届的记录吼。其实迄阵也是安尼啦，逐届迄落。但是讨论若是啥货吼，我有参与，我基本上拢会做记录，而且我拢会甲记录寄互迄天有伫咧现场的人。啊，若是去拜会的资料嘛是共款，我拢会做整理，啊，我拢会寄互所有迄天有去的人吼。我即马来互大家看觅啊，即个记录，大家即马看到的应该就是即个记录的画面啦吼。好，1月2日。吼，暗时啊7点半吼哈，参与的人是大家看到的遮个吼，啊，我就是做记录吼。迄阵啊讨论几项代志，第一个就是我拄则讲的吼，阮要甲本土的社团，遮参与的本土的社团，要向民进党的智库提出啥物款的语言政策，吼，讨论即个啊，有整理出甲副总统见面的时阵吼，诶5项的诉求，吼，啊，搁有讨论啥咧？第一期应该爱成立本土语言推动委员会来做专职的行政单位，吼。啊，中长期咧爱来修正甲催杀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草案，吼，有讲即个。好，后来其实即个第2案啊，就我的印象啦，我迄当时啊当然就是较钱吼，我嘛是伤过理想性。我一直感觉咱台湾欠一个足要紧的物件，叫做本土语言政策白皮书。吼，咱看到就是，当然我是看电影啦，是影集嘛吼，看到就是真侪议题伫咧国外真侪议题吼，因就会去写即个物件，吼，嘛无一定是政府来写，是民间写，吼，各种议题拢有可能有写一个白皮书嘛。所以我迄阵啊就想讲，执政党即马目前才会组成，因内底无语言学的专家，也是讲因无对语言较有敏感性的人伫咧内底，伫咧即个执政团队内底，所以即件代志，若准政府袂忘记，
咱民间来做，敢会使？我认为是会使的，因为真侪倡议本来就是拢为民间开始起嚟的嘛，吼。所以迄阵我就想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写一个本土语言政策白皮书，吼，甲一个国家你应该爱安怎去规划你的语言政策？吼，你像澳洲，像就是迄个Irish， 吼，也是像即个瑞士，吼，也是像加拿大，因拢有一寡因为拄着语言的冲突，吼，语言的即个问题吼，所以地书因会有一寡语言的政策的规划。我感觉咱台湾嘛应该爱有这啊，因为咱明明都是一个遮尔济语言，而且语言之间会有冲突的社会，咱当然应该爱有一个语言政策白皮书，爱有一个完整的语言规划嘛吼。毋过咱拢一直无，所以我就有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做即个物件吼。啊，当然在场的各位先辈吼，大家嘛有认同啦吼，迄天是有认同吼。好，这是咱即个1月2日吼，是开始讲到咱要来杀国家语言发展法即件代志吼，所以起稿是一天，到3月吼，3月初3拜是迄天，共款伫咧台中教育大学，是安怎会一直伫咧台中教育大学咧？其实一个足现实的考虑啦，因为遮个成员吼。有台北的，有台中的，吼，有台南的。台中就是大家上近的所在嘛。其实足简单的理由就是安尼尔尔。台北的落去，啊，迄落南部的起来吼。安尼咱伫咧台中，大家平均走一半嘛。莫讲啥物代志，拢拼去台北啊。安尼对南部的幼稚来讲伤忝嘛吼。啊，因为台中教育大学迄阵啊，因为即个信函理事长伊伫咧中教大，当然咱照场地嘛是另外一个问题。阮台湾母语联盟伫咧周清玉理事长做理事长进前，阮连开一个理监事会，我都找无地点通啊开，足可怜的，真正连一个开会的所在都无吼。所以开会的地点嘛，原来诚要紧咯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即2届拢伫咧中教大会议室内底咧讨论吼。好，迄天讨论的决议是啥咧？本地要办即个本土语言政策工作坊啦吼。毋过迄天大家实际上讨论一下，咱较现实的，你要考虑规个语言政策，你无可能2-3个月以内，吼，你着办工作坊，而且甲规个语言规划拢做好足周至，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吼。所以大家就想讲，无安尼啦，咱甲目标吼，甲伊缩小，吼，咱聚焦伫倒咧，伫2项就好。第一项是咱来杀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二项是咱来成立本土语言的专责单位。好，迄阵啊决定讲，无咱先做即2项就好。好，要做专责单位，等下再讲。伊伫迄到即马抑阁，你嘛袂当讲伊无，但是实际上都是无啦吼。这内底较清楚的，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因为只要你有参与任何一个创意的活动，也是讲你有对政治有小可有了解吼，一部法案，你对生出来吼，到伊公布的即个过程，吼，了解的人较侪，应该安尼讲吼。咱对法案的成立、公布、了解即个程序、了解即个过程的人，总是较侪。吼，比成立一个专责单位吼，加诚简单啦吼。好，所以我就决定讲，咱来先来办工作坊，因为你袂当家己讲的想的，就法案就出来嘛，无可能吼。所以咱就先来办工作坊啊。请第一就是请对即个议题吼有了解的人来做演讲吼，所以咱有请迄阵有请施正峰教授、张学谦教授来介绍即个国家语言，因为其实施正峰教授虽然伊后来的政治的立场吼，嘛是互我感觉哪会安尼吼？毋过毋管安怎，总是伊过去做诚济语言的法案的研究吼，嘛有出整理诚济册吼，这是事实嘛吼，而且迄天伊的演讲，我嘛感觉听到诚济，我感觉诚认同的观念啦吼。好，这就是就当而且迄个语言平等法的迄个时代，吼，迄阵施正峰伊是有参与的吼。好，过来就是客语，请杨中德吼族语请蒲新达利吼，就是想讲来请3个族群的人来演讲。演讲了后咧，咱就爱座谈嘛，吼，互相讨论讲咱有啥物意见吼。好，
迄天的会议嘛，决定工作坊的名称就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 Workshop One 吼。这个 One 我记得是学主医师伊加的，伊讲咱先来加一个 One 嘛，意思就是后面佫有 2，佫有3吼，有讲后袂歹，咱就加一个 One 吼。迄就是迄当时啊，阮咧讨论其实袂讲真严肃啊，就是咧讨论的时阵，不时啊嘛有即款真轻松的迄个对话啦吼。好，迄天阮6点嘛是7点半才开始开会哦，拢总毋才讨论2点钟尔。你看阮决定偌济代志，这拢是开会开了以后我做的记录哦，毋是我生出来的吼，是迄天阮真正有的结论咯吼。结论有到啥物程度咧？阮迄天已经甲 workshop one 的分工已经分好啊！吼，内底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这。迄阵啊，大家咧讨论讲，咱要邀请啥物人来？吼，要邀请啥物人来？好，这就讲我讲爱邀请这啦，邀请迄啦，吼，列名单列出来，吼，啊，就开始啥咧？开始讲倒一个人要负责联络啥物人，倒一个人要负责联络啥物人，因为每一个人熟悉的无共嘛，吼，所以迄届朱教授就联络施政方啊、布辛达利吼，也是等遮的吼。迄落何主医师就联络即几个吼，等就是现场大家就随分工哦吼。啊，我感觉上趣味的就是无人认领的立委，就是大家拢无熟的吼，这就交互政治界上熟的人，就是周院长，互伊去邀请嘛吼。好，就分工后联络分工分好啊吼。我感觉更较含的是，迄天阮已经直接。甲拄则讲到的官版吼，官批令迄个版本，直接甲官版的法案提出来修改啊，吼，已经有，就是讲有一个建议啊，吼，好，上趣味的是第4案，第4案吼，我其实安尼，这个我无白猜吼，阮迄天真正有即个结论，就是讲语言催查是长期的工课吼，咱即马正式要来成立台湾本土语言推动委员会，今仔日是第1届会议。未来要定期召开，上少1个月1届，吼，就是迄天参与的这个人，这个团体6个团体，吼，咱至少1个月1届，要来开1届这个委员会，甲各位报告，无第2届啊，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伊可能是因为后来就一直咧无用工作坊的代志，啊，因为无用工作坊，大家就不时会见面啊，不时会见面，就需要讨论的代志，就拢讨论了吼，所以就。这个委员会就无啊，都无第2届啊吼。我大概看了即届会议记录，我拢感觉足趣味的啦。就是当初的时，就是有即个规定啊吼。好，拄则讲到着第2届会议嘛吼，好，就定案啊吼。就即个会议记录，大家拄则大家伫看着啊。过来咧，哇，3月初3决定要办工作坊，3月17就办啊呢。即内底24天的时间。甲大家报告，咱有偌济工作人员伫做即件代志。除了拄则讲的，就是讲教授吼，教授遮个先摆当然因会斗相共去联络嘛，联络遮个人。毋过毋是讲你甲人 call 来就好啊，咱要办一个工作坊，50-60人的工作坊，你爱有场地，对无？你爱有一寡。就是行政的工课，你爱做会议手册，吼，你爱安排路线，爱布置会场，吼，啊，遮个搭地的遮个工课，吼，加在迄当时啊，就是中教台吼，因有一条经费，会当倒出演讲者的即个费用，甲交通费增加在，若无遮靠迄阵啊，就是我伫咧迄当时我是台湾母语联盟的秘书长嘛。我毋知影这会使讲无？阮联盟的财产啊，敢若是，我记迄阵敢是10几万尔，规个联盟的财产敢若10几万尔，所以其实我伫咧联盟做秘书长迄几冬吼，实在讲我无摕到1仙钱的，完全无摕，因为都无钱啊。啊，而且我若是就是联盟后来有办迄个。演讲嘛，吼，啊，我嘛原来有去斗讲，迄个演讲费，我嘛直接都是还互联盟，因为联盟真正足善的。这毋是要讲我的功劳啦，我只是想要甲大家表达讲，足侪人甲我共款，其实拢点仔咧做代志，啊，袂去计较讲有摕钱还是无摕钱，因为其实你做遮个代志吼，你即马翻头去看。
这根本就毋是，就是几若千箍会当换来的嘛，吼！我迄阵仔的想法是安尼啦，我若是摕钱，我是要摕偌济？我感觉我做这个工课吼，计数足悬的吼，安尼我规气莫摕吼。我感觉阵仔想法真正是安尼，吼，所以迄时仔吼，就是遮行政的工课吼，就是我场地啦，是正常办理的场地，遐行政的工课吼。我搁找一个，迄当时啊拄熟悉无偌久的少年人等你，吼，等你即满嘛伫咧公司台语台做台语的过音甲主播吼，就是我甲因两个人尔，吼，我搁会记咧即个会议的手册，咱办工作坊一定拢爱有会议手册嘛，会议手册当然都是我家己用 Word 白咧整理咧，而且我搁家己摕去影印店。印出来一大箱，我搁家己抹迄箱抹去到会场吼，就是这个工课拢是家己，就是讲这真两个真少的人吼做出来吼。这个 workshop 我感觉就是讲结果效果我感觉足好诶。迄天的演讲吼真精彩，我感觉就是一定爱甲这个记录留落来吼，所以我又搁做记录吼。迄天的这个工作坊哦，迄个歹势哦，我点一个，遮，这个是台湾母语联盟的网站吼，当然嘛是我凊彩有白做，我也无啥会晓做，我都用便的工具啦吼。我有甲迄届工作坊的这个会议手册、会议记录，搁有啥咧？每一个人演讲的迄个录影档案，拢有放伫咧遮吼。若有兴趣的人，拢会使去看。若是感觉看这吼伤过了时间吼。我嘛有做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我做记录。伊这甲我挡掉咧，歹势，安尼哦。遮，毋是，这个，吼，这是 workshop 1的会议记录，拄则迄个网站顶头有吼，有兴趣的人嘛，原来会当去看一下吼。主办单位就是大家看到遮个吼，专题演讲，我足认真的吼，我甲每一个人的演讲的摘要整理出来，吼，所以若是感觉影片伤长的人吼，你会当直接看伊整理，当然我的整理都是我的角度啦，可能有一寡漏沟去嘛，无一定啦吼，总是我都有甲每一个人的发言吼，有做一个文字的整理，大家会当去参考吼。好，后来最后有一个座谈嘛，这个座谈吼尾吼，阮有提出3项结论，就是大家差不多有的共识是即几项，要无共识的吼是即几项吼。法案的修改应该爱为虾米方向去行吼？有遮的吼，这嘛是迄天我感觉真重要的结论咯吼。所以你看哦，本土语言专责单位对1月2日迄届会议到即个工作坊，拢一直感觉这最重要的。法案内底嘛有写吼，毋过即马无就是无嘛吼。好，过来咧，语言名称，迄当时大家嘛知影，这是一个足歹芳的问题啦吼。这实在是无法度好，这就是工作坊吼，第1届工作坊。第2届咧，第2届的即个工作坊吼，伊就是算是毋是讲开放所有人来参与，其实就是讲甲以官办做基础，吼，讨论修改就是过程workshop 1讨论了吼，也是讲咱遮个参与的团体讨论了，以迄个版本做基础的法案，伫咧4月初8迄天，伫民进党智库吼，就主要的成员是民进党的智库甲。就是拄则看到遐个团体的几位成员吼，实际上迄天有啥物人去，我已经袂记哩啊，因为迄伤久啊。迄天的记录我嘛无写啥物人出席，因为真侪人我拢毋捌。我干那甲迄天讨论的法案的版本留落来尔吼，所以我即摆手头看到的资料是迄天讨论的结论，迄天阮有修改啥物吼，伫咧民进党智库迄天吼，邱中定迄天有去。就是即摆伊是客委会主委嘛，我会记得迄天阮嘛有问伊对伊的名称即件代志的看法，吼，因为伊是客人嘛，算是客家的代表。我印象中啦，我会记得迄阵啊，伊讲伊无反对台语即个名称啦。我毋知影我有记毋对无，有伫咧现场为止
迄天嘛有伫咧现场，迄时阮已经出来吼到外口吼，大家准备要去坐车的时阵，伫路边讲着。我印象中，我一直记得伊讲伊袂反对台语即个名称，毋过伊后来。伊做副主委了后，吼，客委会副主委了后，我咧想，可能是伊原仔有伊诶，算是爱对乡亲交代，还是安怎，我毋知影吼。好，还有伫就是安尼。过来咧，过无几工吼，就是第三届。第三届是副主医师含即个管理委吼联络，看讲会当伫咧立法院来开幕吼。所以迄天阮是伫咧中兴大楼的地下室的一间会议室，就是郭佩玲伫位来主持吼。嘛是有几来个关心即个议题的立委的助理原来有咱遮的社团的成员，阁有几个是参与一两届的学者吼。我嘛无啥会记，或伫迄天，阮嘛是针对法案的内容吼，逐条来讨论啦吼，嘛有讨论一个新的版本吼。所以你看哦，就是迄天了无偌久嘛，管理委伊就摕伊家己的版本的法案吼去立法院提案啦吼。所以这实际上拢是真正就是安尼会立定吼。好，刷来就是工作坊以外，工作坊以外。你毋是讲法案出来就好啊？你一定要有人插你啊！吼，有人插你，上紧的方式就是啥？去找遮个头人吼。迄年的2月，就是咱讲拄则讲咧会期的期间吼，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物件吼，就是阮有招一寡立委来联署吼。阮伫咧221世界母语日迄天吼，有发布一支即个影片吼，我想照秀班姐拄则的分享的方式来定分享一下。歹势哦，搁一届吼，咱用寡时间看一个即个影片好无？3分钟尔。好，要开始啊哦。台湾人。客家字体，我讲客家话。我是台湾人，有啥路帮扎吉他。我是台湾人，我讲台语。你看迄个时间咯，2点21分，你有设定过？母语是代表妈妈的话，也是代表着咱家己的历史甲家己的文化。这个语言若流失去，咱其实文化无法度继续来传承。人讲母语断，文化灭，我们不可能用闽南语来唱客家山歌，也不可能用北京话来演布袋戏。母语的教育必须要从小就开始扎根。我希望我未来的小孩可以在这个各种生长的环境里面、生活环境里面学习到台湾的本土语言。记得传统产品，今夜咱的客家这个本事，第三呢，咱的后三呢。打造母语新时代，大家做伙来。毋望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对家己母语有学习的机会。政府部门应该思考，安怎让台湾多元的母语会当得到保存。教育部应该成立专责单位，来积极的推动落实本土语言的学习，包括充足的经费。包括提升教师的专业。咱台湾母语应该要列入去咱12年的国民教育内底，应该要必修的课程。咱应该伫高中、国中小学来，让这些少年学生有学习本土语言的机会。我支持咱公共电视台内底应该要增加母语的使用。我们必须要将罗马字或者说书写的系统合法化。政府必须承认，我们的罗马拼音是国家的文字，跟汉字一样的重要。提升族语老师的钟点费，我们希望在未来呢，族语老师都不要再流浪。希望讲来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爱互咱所有的母语拢是国家语言。我希望讲这个代志呢，会当赶紧来做，因为到甲咱发现有危机的时，才要来解决，定都袂赴啊！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母语
消逝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谁怎么没听到？这个影片吼，当初时啊，这个我们做这个影片，其实嘛是无啥物经费啦，吼，都是靠联名诶，这个少少的经费。我有搁寻唔着啊，歹势吼，等我一下。阮时阵就找一个会晓拍影片的少年人吼，请伊就是讲尽量算阮较俗咧吼，就四界去找遮个立委吼，其中有几若位立委是我甲阿辉姊含即个影片的少年人吼，阮就是知啦。我甲阿辉姊做伊的助手吼，伊踮仔咧翕，我阁会记其中有一场，若像是李应元立委啦吼。伊迄讲阮迄个摄影的少年人，伊拄好无用，较安怎都超袂出来。我会记迄工是我甲阿辉姊两个人去翕的，足紧张的，因为阮都无即个技术，阮足惊翕出来效果歹还是安怎吼。阁有一寡你看中部也是南部委员哦，拄则有听着像王定宇委员伊咧讲的时阵，背景声音足大声对无？迄是因为迄当时啊无法度无时间去台南嘛，我嘛袂记咧，迄阵是啥物人斗翕的吼，毋知影是何助律师还是蒋教授斗翕，我袂记咧啊。反正就是用即种方式，甲即支影片做出来啦吼。好，3月2五，阮就有去拜会陈建仁准副总统嘛，甲伊讲啥咧？就是讲拄则讲迄届会议讲的遐个诉求吼。4月初1，即届的拜会去拜会第二军，即届的拜会非常的重要，因为迄当时啊，伊要是立委，毋过新的内阁上任了后，伊就是文化部长啊。所以迄当时啊，吼，迄届去拜会的时阵，阮重点就是甲伊讲，阮要杀国家语言发展法，阮希望伊会当支持，阮希望有专职单位，吼，阮嘛希望伊会当支持，吼。伊拢足支持的，而且就是讲，伊嘛有问阮一寡对本土语言的一寡，就是观念概念等等，然后阮嘛有现场拢有甲伊解说吼。了吼，大家拢知影嘛。伊做文化部长了后，迄当哦，政府每一个单位的即个预算吼，拢咧抬钱，拢咧减。你要增加经费，无可能，无任何一个单位增加经费。干那文化部，伊真有够厉害呢，大家。毋是讲咱遮的人毋知影伊是安怎，伊是安怎遐厉害。连我听有的官员咯，伊嘛讲，因是想无是安怎地军部长会当遐厉害。伊毋但互文化部的经费增加，伊阁设一个国家语言发展科，设一个科呢，设一个科专门咧处理语言。这对，因为我捌伫政府单位食头路过嘛，较早伫教育部做派遣人员。我知影这是一件偌困难的代志吼，所以迄当时啊，真正足感谢部长。我感觉若是无伊吼，即件代志袂较顺利啦吼。所以迄届拜会真正足要紧吼。好，拄则有看到讲时代力量，伊嘛有摕伊的版本嘛，对无？伊啥都无大部一个参与吼，毋是因为 Freddy 家己想到哦，毋是阮有去找伊吼。迄届人较少，就是我甲阿慧姊甲信涵理事长，阮3个人吼。时代力量的党团，因是黄国昌嘛，Freddy 有伫咧，阁有因的迄个主任陈慧敏嘛吼。当然后来时代力量的变化，大家拢知影啦吼。说到有当时翻头看，真正感觉足感慨。总是迄个时阵，因对即个法案嘛是支持的，而且有兴趣的人会当去看卖时代力量迄阵提出的版本，伊的版本是。较较冲的版本，因为迄工阮有特别甲因讲，阮感觉需要无共版本，有的版本较冲，吼会当做一个平衡。所以因感觉讲，以因的即个党团的色彩，因的设定，因适合做迄个较冲的迄个角色。即摆已经拢无共款啦，吼，都是因为迄届拜会啦，所以时代力量嘛有摕伊的版本吼。刷落来就是6月初6、8月初9、8月24吼，9月13，遮个拢是较重要的拜会。
即几届拜会教育部甲文化部，阮拢是直接见部长哦，拢是直接见部长。啊，部长当然就是迄当时是潘部长嘛，潘部长甲文化部的陈部长，当然因其实两个人拢真优先啦吼，啊，拢有咧斗想讲吼，要安怎处理即件代志吼，即个过程就差不多是安尼啊吼。啊，遮的拜会加加减减，伊拢有发挥一寡作用吼，啊，总是就是安尼。累积，吼，到后来才有遮个声势，吼。啊，有诶我袂记哩啊，有诶我真正袂记哩啊，因为我印象中有一届是周清玉委员吼，伊带阮一阵人，好5、6个吧，踮迄个立委诶办公室吼，一间去踅，你知道？看啥物人有伫诶，就去弄门哦，甲伊讲阮要选国家语言发展法，请你爱支持吼。看啥物人伫诶，无伫诶，就甲伊诶助理讲吼。迄工阮真正咧踅立法院诶办公室，有够趣味诶。当然内底有包括迄当时啊诶调委袁国书嘛，袁国书阮含伊讨论几6届吼。尤其迄当时啊，伊有一个算是伊国会办公室诶助理，迄个助理对即件代志嘛，原来真有心吼。我甚至嘛有伫咧别个场合，就是居里里临时政府迄个场合嘛，有对着伊嘛有，就是讲有讨论。我相信背后伊嘛做诚侪工课啦吼。总是就是迄阵啊，就是有遮个即个去拜会遮个过程吼，真趣味吼。好，啊，过来就是吼，歹势，这时间，委员提案政府我有对完，拄则有讲吼，阮就是有办即个有即个文化部伫咧2016年11月嘛，伊为着爱提对案，所以就有做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研究甲规划的标案吼，啊，甲台中教育大学吼有得标吼，迄阵啊是我代表因去报告的吼，即个案内底吼爱整理每一个国家的相关的法案，爱办理7场的公听会，爱做研究的报告。迄当时啊，咧整理各个法案的时阵吼，足感谢品质，伊有斗3工。伊虽然人迄阵啊伫咧加拿大，毋过因为整理法案即件代志，无需要，就是无空间的限制嘛，而且伊的语言能力阁遐尔好，所以就迄当时啊有请伊斗3工吼。好，啊办理7场的公听会，公听会是有。真正迄个过程有诚侪趣味的代志，每今日时间有限嘛，无法度讲诚侪吼。毋知影有人发现无？下面即个公听会列表敢若6场尔，啥拢尾啊？我顶头写7场，因为办到一半的时阵，新竹的朋友吼，客人的朋友甲阮抗议讲，阮嘛要办一个新竹，吼，新竹嘛要办一场啦，无你安尼北部中部你无一个客家的代表性的场地来办，要哪会使？吼，阮团队就紧讨论一下，经费有法度无？有够啊？人力有法度无？人有够无？吼，安怎？好，随办随瞧，随去瞧哦，随着去瞧一场，算是讲，我感觉迄场差不多是客语的全场，吼，因为阮主持，因为逐场的即个法案的解说拢是我嘛，我会负责做书记甲法案的说明，吼。毋过迄场我就特别请我进前伫咧教育部食头路的时阵，吼，阮负责做客语的迄个同事。啊，伊用客语来专程做法案的说明甲主持吼，啊，迄工嘛是，全部人拢，大家拢是客语发言咯，有4言的，有海陆的吼，无共款的腔吼，真侪趣味的代志吼。啊，每一场拢听到诚侪意见，有诶是大家拢已经讲足久诶啊吼，有诶是我哪有听到新诶吼，尤其像手语就是进前确实有影无想到哈，因为办理这个公听会吼，入来啊嘛透过即个机会吼。我感觉，互政府的官员甲民间有一个直接沟通甲对话的机会，吼，我感觉这真有影嘛是袂歹吼。最后一场就是伫咧台中教育大学迄场，哇，办甲足大诶哦，有做全国的直播，啊，当然咱的雷军部长嘛有到现场吼，迄场足侪人参与诶。好。即摆要来讲基法法的影响惨啊！我遮讲过就好啊，好无？就是讲我另外去收一个啦，这嘛是为着今仔一个分享整理的吼。拄则所讲的遐个所有的法案内底吼，已经有产生的即个正面的影响吼。第一就是讲社会有开始有比较早有加诚侪讨论，嘛加真重视吼。这牵涉第1条甲第4条。过来是台语，即马正式是国家的语言，伊有法源，吼，这是第1条讲到的。
过来召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第5条规定的已经召开啊，去年有召开过啊啦吼。啊，总是迄个会议的效果，我个人是小可保留，因为迄届就是共款嘛，大家讲家己的意见啦吼。啊，煞来政府安怎做才是重要的。这个上要紧，高中必修，今年8月，算是讲9月啦，开学的时阵开始要做啦。高中开始要上台语课啊，正式的课程。全台湾每一间国中正式的课程，你都是爱教，吼，这即摆已经确定啊，吼，所以即几个月吼，教育部真正变过，尤其是国教署伊真正变过，因为着开学的时阵要开始开课，你看哦，教材、师资吼，师资毋是讲你会晓讲台语，你就使去教呢，袂使呢，你爱学一寡班级的经营啊，学一寡因的教育的理论啊，爱学评量啦，爱学啥，爱学足侪物件，所以伊就一直办演习，一直办演习吼，啊，就是各种的即个相关的配套啦吼。过来吼，大学即马嘛有愈来愈侪大学开台语课，啊，有真侪即个教育资源吼，会当申请补助等等。出版传播吼，即个台语台吼，第13条即拢有啊嘛吼。各种的补助14条、15条吼，有讲到各种的补助，这嘛拢已经哪来哪济，有诶是本来就有啦吼，较实有影是哪来哪济。好，进行到半途也是有咧做诶吼。第一，主管机关吼，主管机关是毋是专职单位哦吼，这是主管机关，就是讲伫咧中央是文化部管嘛吼。啊，大家可能知影，像客委会，伊中央有一个客委会，伊各地方的县市政府，伊原来嘛有县市政府家己的客委会，这层次无共吼。照讲，咱嘛是希望讲县市政府，你应该要有一个单位来管理所有的本国国家语言的事务吼，你袂当干那有客委会尔，吼，这是主管机关，所以我讲是安怎我甲即个列伫咧做到半途，是因为各县市政府即个层次，目前还阁无主管机关。好，语言名称是安怎有咧做咧？去年即个就是迄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吼，即摆的文化部的部长就是李永德李部长，伊有公开，伊至少有公开安尼讲啦，就是讲语言名称会定做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甲台湾华语。伊有讲，伊有正式讲，毋过法律上要无任何的修改，所以我讲这是做到一半，吼。讲到即个台湾台语吼，我就想要讲一个吼，几若年前，就是迄当时啊，伫玩即个语言名称的时阵，我有一摆真正气一个吼，我袂记得是啥物场合，非伫迄阵啊，甲一阵朋友踮咧开讲，我就讲无啊，真正是伊若是看台语遮尔气质个，无安尼好无？无大家拢台湾嘛，无就叫台湾台语、台湾华语、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华语、台湾原住民族语嘛，大家拢台湾好无？啊，阮加一个台湾，你安尼有感觉较公平无？我迄阵仔是小可生气咧讲笑，而且迄天转来哦，我有写伫咧我的面册，加在我有留证据。迄我真正有甲迄天的即件代志写伫咧我的面册，所以后来我听到就是文化部要用台湾台语的时阵，我家己笑出来了，因为我感觉迄当时我小可讲笑，想袂到讲这竟然有可能变做咱的正式的语言名称哦。过来吼，各种语言发展的资源吼，第7条吼，即摆嘛是豆豆拢有发展报告，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即件代志嘛是吼，其实这个报告已经完成啊，吼，文化部已经送去行政院啊，去互行政院摕转来了，文化部就搁爱修改，听讲因即摆搁要送第2届啊吼，啊，行政院当然这是高层啦，高层遐尼悬的所在，我毋知影讲到底是安怎啦？我听到的消息，我个人听到的消息，我无保证是正确啦吼。我个人听到的消息是，苏院长本身对即个议题的认办吼，较就是讲感觉我是感觉就无好啦吼。伊比如讲，伊就是迄款，我感觉因迄样的人吼，有诶就是家己真够讲台语，伊就感觉台语无啥物问题，真安全。伊家己有语言能力，所以伊感觉无啥物问题。我感觉因的盲点伫遮啦吼。所以就是讲，我听到的消息是，苏院长伊对即个议题足无支持啦吼。所以
就专设单位嘛袂过啦吼，迄落国家语言法典报告嘛袂过啦吼，这实在是够气咯。好，国家语言资料库当咧做，吼当咧做，我嘛就望伊会当紧公布，因为我感觉足侪做研究的人拢足需要台语的即个语料库吼。幼稚园的教育即马是用补助的形式吼，就是伊有法源，伊有即个钱额，毋过伊拄着的问题是，你要入去幼稚园做教师，共款嘛，甲国小、高中教师共款，你爱有即个资格吼。即个幼保即个领域，我真正足无熟的。我听伊讲，迄是卡伫咧迄个资格，因为你袂当互一个对囡仔吼，幼稚即款囡仔吼，无算是讲较无专业的人去甲因教你，因为这毋是干那教台语尔嘛，尼细汉的囡仔，你毋是干那教语言尔吼，所以即个困难点是伫咧遮啦。所以听伊讲去申請補助的即个幼稚園吼，當然嘛是有，但是總是迄個數量無夠咱希望的安尼啦吼。我感覺這是確實值得繼續，就是講想看有啥物辦法通啊解決無。周館長伊對幼稚園教育吼，伊足要義的，伊自早就一直攏在想講，到底幼稚園會當安怎做，會當互囡仔你自細漢你都有即個機會去接觸台語吼。好，過來是用台語來教學科吼，伫咧第9條吼，這嘛原來有補助有法源咯吼。現場教育現場對這個當然是，嘛是有真濟困難啦。時間的關係，這條就先莫講吼。教師的專職聘用，這是啥咧？是師培，咱的師培法已經有修法吼。這個部分嘛是較複雜。為你就是講，台語老師你即馬有別個管道會當修學分了後吼，經過真濟程序，會當有機會做正式的老師，吼，毋是干那教學志願人員爾。若是你要繼續做教學志願人員，原來會使，吼，教學志願人員嘛，原來會當教嘛，吼，只是迄個台語無共款。好，過來公家機關的通譯，大家攏知影，陳佩慧伊要是立委的時陣，吼，迄天立法院提供通譯的服務的第一天，伊就去申請，伊就去使用，結果就發生迄件代志，大家攏知影嘛，吼。我感覺發生衝突，我無意外，但是我迄件代志我足生氣的是，立法院處理這件代志的方式，竟然是甲通譯的服務停掉、取消。我感覺這莫名其妙。你這個服務佇咧遐，要用毋用是一回事。你因為發生這件代志，發生這個衝突，你甲這個服務取消，這個邏輯我完全無法度接受，我實在想無，到底是咧想啥吼？所以即馬這就唔必啦吼。好，公布人員甄選的條件吼，其實這本來就有，佇咧國家語言法典法公布進程吼，地方有一寡縣市，因會甲客語認證、甲族語認證，成做你公布人員的這個甄選的條件。台語敢若到目前為止，我猶無聽講倒一個縣市有啦吼，我無聽到啦，無代表講完全無啦吼。好，完全無的吼，法案內底拄則這個法條內底完全無的吼。專職單位無，吼，這個專職單位所講的是下部會吼處理專門咧處理國家語言的這個專職單位吼，這是無啦。本來要講這兩大故事，時間的關係，我就莫講啦吼。好，區域通行語無，吼，這拄則講的，這是地方自治的問題嘛吼。好，咱看講哇，法案遮爾濟條，要無的干那遮哦，敢唔影？敢咱需要的代志攏做了啊？當然毋是啊，敢若法案當然無夠啊吼。閣有需要啥咧？刷落去，我要講一個我即個過程的感想啦吼，小可歹勢吼。我想要分享的第一就是講，宣示性的法案敢有路用？迄當時也有真濟幼稚講吼，你即個法案也無處罰啦，吼，伊要做毋做攏會使啊。你即款宣示性的法案，哪有啥物路用？吼。當然啦，你有敢若法案無夠嘛，絕對無夠嘛。要催促一個語言，要甲一個語言救活，吼，要互規個社會會當講即個語言，上緊的方式、上有效的方式是啥？其實大家攏知影，就是國民黨過去迄款方式，都是霸權，都是專制，
就是我顶头对下面。即马开始，全台湾人，你即马伫咧外口，你伫咧公共场合，你敢若会当讲台语，你讲华语你就罚钱。学校内底全部拢教台语，华语拢袂使教。伫咧公共场合袂当讲华语，你要讲华语，你家己踮咧厝诶讲。开始规定，开始处罚，安尼落，台语绝对救会活。这就是过去国民党甲台语抬死诶方式嘛。伊就是互全台湾人本来大家拢讲台语诶，即个国家、即个社会、即个地区，变做大家拢讲华语嘛，这上有效啊！伊用几年诶时间，50年，伊用遮尔专制诶方式，50年诶时间，甲台湾变做一个以华语为主诶国家，这是上介有效诶方式。咱敢要安尼做？我个人感觉，咱即摆诶社会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主诶社会。民主的价值，对我个人来讲，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的政府、民主的价值是足宝贵、足要紧。我完全无愿意转去到威权时代。伫咧民主的社会处理代志，你就是爱照民主的方式，你就是爱考虑大部分的民众，你就是爱有遮尔济妥协，遮尔济。就是讲讨论、妥协，遮尔济定数，你一个法案，你就是爱经过遐尔济定数，你袂当讲我一个头人，我讲安怎我就安怎，我的意见就是全世界。咱一定着爱去面对甲咱无共款的意见，这是民主社会一定会拄着的冲突。咱无法度阁接受迄款威权的做法。所以，咱无法度去用迄款上界有效的方式来救台语。这是安怎？语言互进这件代志会遮尔困难，毋是伫咧台湾困难尔，伫咧全世界拢遐尔困难，都是因为需要语言互进的国家，拢已经是行入民主时代的国家。咱拢是用民主社会的方式在做语言互进的工作，所以才会遐尔困难。这是我家己一个，就是讲，我感觉咱爱面对这件代志。好，安尼这个全时性的法案有路用无？有，我感觉绝对有。伊至少互想要做代志的单位有法源。就像我拄则所讲的，教育部、文化部，因拢做真侪代志。伊其实会当卖做，司法法伊会当卖收，国中必修伊会当卖参与，对无？像我拄则讲的嘛，伊无做，伊敢会安怎？可能袂安怎？可能有人会去检察院，检举也是安怎？总是伊无处罚啦。毋过，只要今仔日即个部长伊想要做，今仔日即个公务人员伊想要做，伊就有法源，伊有法源甲伊支持，伊就会当去做。我感觉这是宣示性的法案上基本的路用。好，第二项要分享的就是。国中必修的路，哪会遮尔远？国小开始必修是2001年，迄阵是9年一贯，9年一贯嘛吼。你看9年一贯，你就知影迄是国小到国中，你9年的课程，你一定爱连续啊。是安怎？本土语言教甲国小都无啊，国中都毋免教。你想嘛知影，当初是迄个同款嘛，政治的问题嘛。所以为着要教国小的台语课延伸到国中，到2021年，就是咱即个法案通过吼，到就是去年年底啦，新版的课纲公布，国中、高中正式有台语的课程。这是去年11月的时阵哦，课纲为着要修法嘛，为着要遵守国家语言发展法，课纲开始启动即个修课纲的定数吼，所以别科拢无叮当哦，干那本土语言叮当吼，总共有叮当，因为总共伊规定时数嘛。本土语言有叮当，都是甲国中的必修吼，开始伫咧去年有正式的课纲的公布，今年9月要实施。哇，这个过程行20年呢，20年呢，哪会遮尔远啊？好，语言名称的困境，这我拄则有了讲过啦吼，差不多都是安尼啦吼，只是大家想着都感觉足好笑吼。过来，我想要讲的是，政府甲民间之间的沟仔吼，足深的。
因为我拄好是一个两边拢有大过的人，我过去伫教育部食头路足侪年，虽然迄阵我足可怜，我是一个派遣人员，我薪水虽然做足侪专业的工课吼，毋过我阵薪水有够低哦，真诶足低哦，啊。无人要求我爱做到迄个程度啦，只是我感觉你既然都已经伫咧教育部做工课，我有即个机会通好对即个教育的一寡基础工程吼有付出的机会，我当然嘛是希望会当把握机会，会当做寡代志啊吼。啊是后来我是安怎离开教育部嘛，是因为迄当时啊政府组织改造，迄阵啊国民党执政嘛，啊阮迄阵啊会算是我的署长吼，我感觉伊真正。就是迄款的啦，无前途啦。我感觉迄当时啊，毋是即马吼，迄阵我离开教育部，迄阵诶，即个迄科吼，就是本国语言的迄个负责的迄科吼，真正无前途，伊嘛袂做啥物新的代志，旧的代志伊莫废掉就袂歹啊吼。所以我迄阵啊，拄好家己因为要读博士班，我才离开教育部，是安尼。毋过过去就是讲，我捌伫遐做过，我捌含想要为本土语言拍拼。的公务人员，吼，同齐拍拼过，我有迄个经验，所以我知影讲，伫咧迄个内底，阮的感受是啥？阮的感受就是，阮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汗。我伫咧教育部内底感受就是安尼，我当要做甲流汗，真正互人嫌甲流汗。我搁较安怎拍拼，我搁较安怎付出，我听到拢是咧骂教育部。哦，当然我会当理解，理性、理智上我会当理解，因为政府确实有真侪需要批评的所在，阮啊确实有影做了无够好，我嘛知影迄毋是我的毋对，经费无够毋是我的毋对啊，红手条要甲经费抬掉，迄嘛毋是我的毋对啊，总是你一日到毋听人咧骂教育部，啊你家己就是教育部内底的人伊就是咧骂你的成果嘛，所以政府才会想要做代志的人，因的感受就是。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汗。但是后来我家己出来外口，吼，我嘛徛伫民间的角度，我对民间的角度去看，就是真正有影罗马政府咧压迫台湾人嘛。所以这两边我感觉拢有道理，拢会当理解。但是这两边真罕得有人有机会像我安尼，两边拢有参与着，所以两边的感受我拢会当理解。我是安怎一直会，有只讲我温柔吼，毋是啦，我其实毋是温柔啦，吼，我只是因为。两边的迄种受伤的感觉，我拢有过，我拢有受过，迄两边的伤，我拢有过就对啦吼，所以我就会我感觉我就会较不忍心去怪人吼，准讲人甲我骂也是安怎，我就较不忍心去骂歹听话就对啦吼，我就是安尼好啊。过来就是吼，华语有一句讲笑话，就是讲往内互打免费嘛，就是真侪台湾的电信公司，就是你当共款用中华电信的，伊有往内互打免费吼，真正咧，毋是敢若咱台语考安尼尔啦，别个创意团体拢安尼啦，愈弱势吼，迄往内互打的时阵就拍甲愈大力啦，这嘛人性啦，所以我感觉这难免吼，就是大家互相了解一下，总是我感觉吼，咱。一个社会上有冲突的议题吼，上好就是两边的声音拢爱有，所以我其实袂反对较极端的声音存在，是安怎咧？因为最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都是平均测了后的中央，吼，所以若阵因迄边的人足激烈的足侪，足声音足侪，啊，咱这边的人拢无激烈的声音。安尼你平均测了后，你就会较挖对因迄边去哦，吼。啊，咱这边若是较激烈的声音嘛，原来有，吼。安尼你互相抵消嘛，你迄个平均吼，中央迄个所在，就会较活力一丝啦。所以我个人啦，虽然我家己袂去做迄款，就是较激烈的言论，我家己嘛受过较激烈的言论的伤害，毋过我。要是感觉就一个较宽的角度来看吼，较激烈的言论是有必要存在的。毋过，这个激烈的言论的存在吼，你伫咧互相攻击，你伫咧攻击对方的时阵，你会先去弹着啥物人？其实有当时啊，咱拢会去先弹着甲咱较活的人，正常嘛。
迄边伤过激烈、伤过极端，离咱伤远迄边，咱其实有当时啊，颠倒袂去弹伊，因为你弹袂着伊啊，伊根本就无要无急嘛，你也弹袂着啊，所以咱拢会去弹着家己人吼。这创意团体难免，毋过若阵就是讲，大家咧互相伤害诶时阵吼，较杂一个啦，就是莫真正造成伤过严重诶伤害。吼啊，小可伤迄无要紧，大家拢诚坚强，大家拢会扛住吼。好，最后一个感想，我想我会当做较济代志咧。你看我即几档拢无做啥物代志，迄是因为我迄个时阵无头路。我是讲16年迄个时阵无头路，真感谢迄个时阵无头路诶我。虽然当然我有都生活是无啥问题啦吼，因为我本这人嘛无啥需要用钱，总是吼迄无收入诶压力吼，诚大你知无？就是讲你当然你加减有一寡外劳啊啦吼，但是就是你无一个固定诶收入，有当时啊迄心肝头会惊呢。毋过嘛是因为无头路，我才有才调。你看去拜会、去参访、去办遮、去做遐，啊加在是后来迄个文化部迄个标案吼，就是台中教育大学标案了后，我有做因诶迄个兼任诶助理啦，嘛毋是全职，我就是干那会当兼任尔。迄当时啊，才加减有寡补贴，无剩诶就是靠讲去演习啦、去参会啦、写稿啦吼，加减有寡零散诶收入尔。所以后来我有正式诶头路了后，你就是逐工8点到5点就去人绑伫咧遐，剩诶遮个工课吼，像讲今仔日即个干部豆芽片，我干那会当趁下班诶时阵已经忝到要死啊，转来搁咱嘛一直做，干那会当安尼。毋过我是感觉日时上班诶头路，就是为了趁钱嘛。暗时啊做遮个工课是，我也感觉较快乐诶代志啦吼。歹势，我本来想讲要讲到11点半就好啊，结果我讲到11点45分吼，真感谢大家啊。若是有讲了毋对，也是有就是讲冒犯诶所在，则请大家多多包涵。好，以上就是我诶分享。感谢嘉怡的分享啦吼，拄则有看到迄个投影片吼，有较头前遐部分吼，有几个人苗等下小补充者，就是简单补充者是讲吼，其实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对会使讲是咱的即个母语运动内底足直接的一个，就是体制内的改革的其中一步啦吼。而且是会使互咱母语团体相关的人士真正有法度来发挥，也是讲投入来拍拼的一个足具体的物件。所以以即个角度来看，虽然咱对目前伊的进度也好，吼落实的程度也好，咱当然是犹阁足无满意，嘛感觉犹阁爱搁去催逼，搁去想做侪办法去推动啦吼。但是真正是足重要，就是讲，若毋是伫咧几当前有拄则所讲的遐吼，有诶当然侪人名咱无法度来列出来啦吼。但是就是我简单补充是讲，除了台语文的社团，我想只要咱大家所知影的台语文社团是差不多拢有投入啦。吼，投入的程度侪少，也是讲人员吼，迄个无共款，迄也是讲有时阵是投入较侪，有时阵投入较少，迄拢其实就是差不多所有的咱所即个运动团体吼，也是讲台语文相关的团体，差不多拢是全部拢有投入吼。即内底其实较毋是台语文社团的，我想拄则我是无听着，毋知敢是迄个无讲着，不要紧吼，就是讲我补充者，我是感觉。迄当阵台湾南社角色嘛是算真关键啦吼，伊虽然无算是一个所谓的母语团体，也是讲台语文的运动团体，但是就是拄则甲伊所讲的郑社长，应该你咧讲的是台湾南社前社长迄个郑正玉社长嘛吼，对，所以我都有伫即个开讲小有补充嘛吼，就是讲台湾南社即个当初投入的即个角色吼。是算是台语文相关团体以外，上届积极的一个社团啦吼。
所以才做一个补充，就是台湾男社这部分啦吼。啊，当然，咱台语文运动团体内底嘛有一寡成员是男社成员啦吼，毋是讲完全无迄个母语团体人伫内底。总是讲台湾男社是相当关键，啊，这就是地政院社长以早吼在生的时阵做的运动所留来累积落来的一寡成果，啊，佮透过即摆的社员社长等等吼去做一寡推动啦吼，所以这是一个补充。啊，另外就是讲迄个拄则讲有看到一寡人名，我要补充意思是讲，其实像客家吼，伫个拄则毋知第几啊吼，有出现讲。咱有办迄个要邀请座谈、邀请啥吼，名单内底有客家原住民吼。我即马简单补充是，干那要补充讲，其中有2个客家朋友吼，一个钱红军教授吼，一个刘慧珍老师吼，啊原住民的王雅平老师教授吼。钱红军教授是现任的真理大学台文系系主任，王雅平教授是现任的正大民族系的系主任，吼。啊，刘慧珍老师虽然伊目前是无担任什物团体迄个，毋过伊嘛是海外母语运动迄当阵就参与的即个客家运动足积极的一个女性吼，一个老师吼。啊，伊嘛捌做过即个客家广播电台，报道客家广播电台台长啦吼，等等，就是讲其实就是即个法案的。催生虽然是几当前吼，咱的一寡遮的有志拄则甲伊所说明遮是足具体的投入，但是其实有寡政治吼是30当前吼，都有野子就对啦吼。啊，当然这野子足侪人做伙野子的吼。啊，所以伫个咱即个拄则所讲的，不管公听会、工作坊吼等等，就是各甲遮的。长久在咧拍拼，就是无共所在有志，吼，透过即摆法案的各种的活动去集合起来，来做伙合作，吼，来做伙去催生出来，吼，即个物件是嘛是一点，我感觉足重要。然后咱拄啊好今仔日来参加咱即场论坛内底，吼，虽然讲嘛有一寡是咱无熟悉有志啦，吼，毋过我嘛爱补充讲，伫个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公听会也好，相关的公开活动，真侪场内底，咱嘛爱真感谢今仔日有来参加的一寡友人，当初嘛是拢有参加着，就是讲无一定出名，但是就是包含即个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即阵台语家庭的友志，因为因伫个。过程中，无论公听会什物活动，吼，有因的参与，迄个媒体的效果就好。啊，都含手机团体的迄个发声有，我想是差不多的效果啦。就是讲手机团体，当然因搁较规模搁较大的感觉啦吼，但是就是讲迄个声哨吼，手机团体是安怎拄则甲伊讲是落尾吼，才变做讲会甲台湾手机列落来。当然，这幕后嘛是共款，是有一寡手机团体朋友来发起甲坚持，啊，然后因嘛有因的公众媒体人物比较有名，比如主播啦吼，还是啥物头人一寡，因嘛是有一寡吼。啊，但是就是讲因做合作，就是逐摆出现伫个公开场合，拢会使讲是穿制服，就是讲拢穿一寡因的迄个假吼。啊，你就是一看就一定，吼，安尼2、3走、3、4走不定吼。啊，着规个就是互你讲，好，台湾手机安怎，着一直诉求台湾手机的物件。啊，我嘛是透过即个公听会等等的过程，才搁较了解台湾手机的一寡较细节的，以早较无了解部分啦吼。啊，就是讲台湾手机所展现出来，因遮的社团的朋友，遮的参与的，遮的友志有诶，其实是。毋是本身讲是信众者吼，其实有诶毋是信众者，但是因就是投入手机诶一寡教学甲运动，就是看到台湾手机团体诶迄款合作甲迄款做伙要推动台湾手机做国家语诶迄种决心甲志气，我真正足感动，而且嘛是感觉咱爱个足侪爱学习诶，咱敢有遐尔啊合作，遐尔啊无共的台语团体拢遮尔啊合作，讲我就是要杀即个。国家语言过，吼，台湾手机伊
可能有伊的策略性，就是讲，因无要诉求讲反对啥，因是拢足正面的讲，咱的即个所谓手语，就是爱叫做台湾手语，然后台湾手语就应该是国家语言之一，因就一直干那诉求安尼尔，啊，足合济，足团结，足大阵，吼，啊，就是一变出来就安尼，啊，我拄仔讲，看囡仔唱台语的咯，即阵幼稚，即阵台语家庭的幼稚，吼。嘛类似啦吼，但是当然即边看囡仔唱即边是会使讲搁较趣味，也是讲搁较有各种的效果，因为可能大家媒体也好，吼其他人也好，真久无听到囡仔讲台语啊，啊嘛真久无迄种感觉讲哇，即个气氛吼，即个家庭安尼，吼啊一个有诶是一个妈妈带几啊个囡仔，啊有诶是吼爸母做伙带一阵囡仔，反正就是。啊，有诶塞婴仔车，有诶排伫咧肩胛头，有诶迄落排伫咧胸坎头前，吼，迄逐摆若看囡仔唱听台语咯，即阵朋友出来诶时阵，咱就有个例行讲几啊步啊，吼，这是我诶感觉，所以我诶感觉是，即个过程真正是团结也好啊，合作也好，也是讲做伙来为着一个目标拍拼好。是真正有足侪足感动人的故事啦吼。啊，拄仔讲到迄个公听会，吼，我嘛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咱一直咧讲要爱示范，也是讲要爱带头来讲，台湾是一个多元语言的国家啊，啊多元语言就是爱伫咧公共场合吼爱落实啊，所以咱伫咧即个公听会，就是拄则敢若我无听嘉义讲着，就是讲嘉义嘛有去找迄个。即个客语吼，台语吼，即个口译吼，即个少年朋友也是讲即个有经验的人吼，来做即个公听会现场即个口译啦吼。本来是拢有安排讲，就是啥物人来口译，啥物语啦吼。毋过我即马袂记得是倒几场吼，但是我嘛敢若有一半摆啊，敢若是因为毋知啥物场合，我即马无啥会记得细节，毋过就是讲。一半摆啊，临时临邀互拖起讲，歹势，即马无迄落人员会当翻吼，啊无你甲啥物人斗相共者翻者安尼，啊所以临时临邀，毋知一两场我袂记食，就变做是我是爱做迄个现场口译的。啊，其实现场口译是需要相当的专业甲训练啦，毋是讲我台语讲了袂歹，就诚好做口译。所以迄当阵其实吼，就会当体会着即个不只大的压力，因为你变做。讲话速度遐尼紧吼，啊！你要随时就是翻华语互人听，也是讲你爱安怎对应等等啦吼。毋过就是咱透过活动，希望就是示范互较侪人，可能有诶人无去想着即个问题，想讲着华语就好，还是着台语就好，啥物着爱搁口译啥吼。但是咱因为即个法案精神，其实就是希望会当豆落实即个物件，所以咱伫遐咱会当处理诶情况，咱拢尽量要处理讲。就是你着讲你的客语，你着讲你的台语，你着讲你的什么语，咱尽量用口译吼去处理，吼所以这当初嘛是一个，就是讲，咱为着要落实，咱家己吼爱带头做。虽然这是台语团体本来咧办活动嘛是拢有尽量咧做这，毋过相对来讲，你要安怎伫非台语团体的人进前吼，迄个较咱课仔外吼，诶迄款场合都做群，咱要安怎去？互人愿意接受，甲互人豆惯势，吼，这是真正爱需要个操练啦，吼。除了拄仔讲的遐，佫有一个部分，就是咱拄仔讲公司台语台，若是无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事实上就无迄个遮尔短时间内会当有公司台语台。所以即个是相关，而且即个相关是本来。第二军部长迄当阵，就认为讲应该爱安尼送，就是讲为着要有台语台，搁较爱紧互国家语言发展法紧过。当然，迄个广电法的修法，迄嘛是搁较要紧，迄嘛是第二部长的目标，但是落尾还袂成吼，落尾伊就家己讲要落台吼，家己讲要休困等等，所以就是。虽然是遗憾啦，毋过就是讲对迄个阶段来讲。部长真清楚，而且是真用真侪办法去设法，要赶紧有公司台语台的前提，去赶紧要有立法法通过。所以即个物件，我想就是
即马若大家总感觉讲公司台语台，大家当然我嘛知影有无满意，但是你若看即个过程来讲，咱真正爱较保守这资源啦，就是讲，不管是语法法还是台语台，拢是足侪人的拍拼，足无简单的过程，才一步一步安尼行足慢，比囡仔咧学行搁较慢，安尼一步一步安尼去甲生出来。当然共款的问题，台语台嘛当然还佫真侪问题爱处理。毋过，就算是安尼，我想咱爱抱一种心情看，面对体制内，也是讲咱的共温层以外的人，咧对语言问题无要无紧的时，对台语是毋是会死，根本无感觉的时，咱到底要用什么方法，互搁较侪人来意识到即个语言伊真正有危机，但是即个危机嘛，毋是讲咱一直咧喊救命，就真正就安怎嘛？这就是足复杂的问题。要安怎伫即种复杂的华语霸权的环境内底去想办法找出路？我想这是真长的路，但是我相信有真侪友志是有共款的想法甲决心，要做伙来克服困难，伫无共所在拍拼，豆甲咱希望的目标是会当尽量一步一步解决困难，来去达到咱的即个目标啦，所以拄则迄个加油提起着讲，当初有甲你斗3工的有丹尼你无讲我阁险袂记起啦。丹尼我即马毋知影伊还阁有伫线顶无丹尼是少女卡拉乐团的主唱甲创作者之一。伊嘛是师大台湾所的硕士，拄毕业，过来伊目前是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的即个专辑的台语过音兼假日主播兼台湾新闻编辑的一个足要紧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有可能大家对伊诚生疏但是真正当初有若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讲伫咧即个语言发展法的推升过程重要的工作人员啦所以伫遮也是因为险要袂记一家才加油讲起我阁想起来。好所以就是咱今日时间是有较超过真济啦毋过我毋知影是毋是小板仔也是其他梁光兄等等，是毋是会当阁互家己淡薄时间？因为我感觉拄则迄个有关专责单位教育部甲文化部迄个部分，其实是我感觉真要紧的，是毋是？你会当阁小可讲者，因为你拄仔讲时间较无够，怎有人过啦是毋是有法度阁小可讲一下？因为专责单位真侪人的目标是所谓的台语委员会咱过去嘛有无共款的学者有主张过讲，应该台湾政府爱有一个所谓整合下部会阁整合性的一个中央的台湾语言什么会不管伊是叫做什么名，反正就是甲台湾语言政策应该是安怎的即个理想，即个目标应该爱有一个专责单位综合处理，包含外语甲本土语言应该是安怎的一个分阶层处理的即个政策，应该拢爱有一个中央级的单位，但是当然目前无。毋过虽然无共款的问题，虽然无即个所谓的专责单位，互咱足怨叹，像讲咱比客家原住民的朋友敢若较细汉，那像人拢有几10亿一档的迄落经费，咱什么会，毋是讲什么会拢无，应该是讲有啦，几千万啦几千万啦，即款敢若讲甲人袂比起，所以咱着常常拢做怨叹。毋过共款的问题，伫做怨叹的同时，教育部有成立啥？文化部有成立啥？咱是毋是有法度透过目前已经有成立的专责单位去安怎？这当然大家可能无共意见，毋过就是我想像即个部分还是会当请家己补充一下啦。因为咱政府毋是讲你要成立一个单位，就会当成立单位，伊有整体的原则的限制所以你要成立一个单位足困难，这都是我讲是安怎
大家拢毋知影雷军部长迄阵啊是安怎会当去成立一个科吼。当初时因为阮对教育部即条线是较熟嘛吼，伫咧教育部遐咧讨论的时阵吼，因为教育部嘛原来互遮的法规限制，准部长伊有即个心，伊有想要做，伊嘛无法度去揪一个单位出来，所以迄当时啊，一直到即马拢是安尼。迄阵啊用啥物方式咧？因甲县主事处理。算是本土语言的业务的即个职科吼，伊是中心教育署下面的迄个阅读甲语文科吼，伊甲职科内底的工作人员甲算是科长吼，另外互因一个名吼，互用一个叫做本国语言推动办公室，科长就是即个办公室的主任，即个算是一个任务编组吼。伊讲好，即马咱有专职单位啊。毋过因薪水有较济无？当然无啊，有增加人无？嘛是无啊。吼，用即款方式啦，就是总是比无较好嘛。因希望讲吼，迄当时啊，部内部的人是希望讲，咱先用即款方式试看卖啊，吼，揪一个办公室出来，揪一个专职办公室出来，吼，伊变做伊比原本的考核层次较悬，伊较有迄款立场去叫每一个师爱配合。去召开即个下部会的会议。即马即个办公室有咧运作，嘛有成立一个本国语言推动委员会，嘛开始有影逐届的委员会吼，文化部、体委会、原民会拢爱派代表来参加。总是伊就是变做一年差不多2届的，就是陆陆续续开一寡会。有诶提案吼，就是靠委员的提案，有诶提案委员积极去。就是讲去堆吼，原来开始会当有成果啦吼。毋过总是即款方式，真正你要做无啥有代志，要是真正爱有一个专职单位，好，即个专职单位是啥？像拄则阿慧姊讲的，真侪人感觉咱应该爱有一个台语委员会。即马国家语言讨论到即马吼，你像讲马祖的即个福州话啦吼，也是讲甚至咱台湾的其他的各种的。原来会当算是本土语言吼，语言手语，你是毋是嘛爱互一个委员会？无可能嘛，咱委员会无可能安尼一直生落去，对无？咱台湾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岛语言的社会，伫咧别国岛语言的社会，因安怎处理？因就是有一个专门处理语言的单位，伫处理所有的语言的专业甲推广的事务，吼，族群的事务是另外一个委员会处理。一个委员会处理族群，吼，一个单位处理语言，我家己是感觉需要安尼做啦，吼。实在讲，我印象中，其实迄阵啊，雷军部长伊要伫做部长的时阵，即件代志其实已经有进展啦。为止迄届拜会，我会记得你嘛有哪有去吼？甚至就是伊已经甲未来即个专职单位的地点拢已经想好啊，对无？伫咧台南嘛吼，有一栋建筑吼，伊嘛原来有甲即个实地的草案吼送入去行政院，共款叫院长动来，所以要照法制内的方式去做即件代志是会使的，绝对是会使的。即马确实有影专职单位即件代志变做是高层因毋愿意做，确实有影是安尼，可能因考虑真济啦，即几冬嘛较歹势，即几冬我嘛真正较无机会去参与遮个倡议吼，所以我嘛较无了解讲即马到底咱阁会当做啥吼？要即个本土语言的专职单位要无的时阵，就阁生一个双语国家的即个物件出来吼。一个乱无够，两个乱来斗吼，都真正花糊糊啊吼。所以就是进前一段时间吼，大家嘛有咧想讲，你即马要设一个双语国家的迄个中心吼，这足害的嘛，就是讲你嘛毋是讲足害啦，就是讲你到底即个资源就是安尼，你即马要甲遮个教育资源去塞英语，吼，咱遮个塞台语的人当然咱会足烦恼啊。你对囡仔来讲，伊一工伫学校的时间就是安尼，伊会当读册的时间就是安尼。吼，你即马你叫伊，要叫伊，就是讲用较侪时间去学英语，安尼伊会牺牲啥？伊无可能牺牲英语嘛，伊绝对是牺牲台语啊。
所以大家都会烦恼会惊啦。啊，加在即个政策即满嘛，听讲嘛是有留啊打动啊。当然我赞成讲吼，上好就是有一个即个专责单位吼，会当综合去处理咱即个国家的语言规划。就我上头一边讲的，咱的国家需要一个语言规划。其实真侪国家拢有即个物件，咱其实到目前为止咱无，咱拢是懒懒散散一个单位一个政策，咱无一个整体的语言规划。我感觉这是即马台湾所欠的。以上补充。多谢嘉义姐，迄个阿辉，你敢讲有啥物物件要补充？就是亲像拄仔咧讲的迄个教育部的本土语文推动办公室，吼，迄种咧其实伫咧迄个前2冬，桃园市的文化局就有类似的咧，甲即个视觉艺术科改做即个闽南文化甲民俗科啦，吼。啊，当然当然不管是我还是啥物人，看到闽南2字就倒弹，就吐血，吼。但是问题是，你要互即个单位成还是无爱成，嘛毋是我还是啥物台语文团体人会当决定，因为这是地方政府遐个有台语意识、对台语有感情的市议员去推动的。啊，推动的时阵，吼，迄个要叫做啥物名？就是因为目前咱咧讲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所写的国家语言调查报告，也未所谓的正式公布，所以即个语言名称目前就是咱所讨厌、所吐血的闽南语。所以即个闽南文化甲民俗科，因是照中央目前的体制下的名去成立闽南文化甲民俗科。我当初有甲因讲即个名有啥物奇怪所在，即个词以外佫啥物奇怪，但是反正因就定落我嘛无可能讲，因为我一个人讲安怎改啦，吼，就是因议会市议员，主要是民进党，听讲嘛有无党籍的，反正就是讲是因市议员去推动，讲爱有即个专责单位，啊，因为有客家啥物局、原住民啥物局，啊，就是无所谓台语的方面的，所以因去推动的情形下，遐个议员其实拢是所谓讲台语，因无咧讲闽南语即个名，但是就是目前中央即个法规也是讲相关的才会用闽南即个名，所以因只好暂时先用闽南文化甲民俗科。文化局长伊家己嘛是讲台语的人，伊嘛是母语是台语，对台语有感情的人，伊就伫会议中有讲，只要文化部还是行政院迄个，不管是语言发展法是国家语言调查报告出来，是用台湾台语或者啥物其他，反正就是讲因会照迄个名来修改因的即个科名。啊，这就是咱咧做运动的过程中，咱常常爱拄着的，就是你要因为伊叫闽南，你就当讲袂使，我甲你抵制，我绝对反对这个议员成立这个科，这个文化局袂使成立这个科，所以我要去遐抗议，你袂使甲我成立这个闽南文化民俗科，你要安尼做，或者是有局长就已经甲你答应讲，只要文化部也是行政院名改，因就对咧改，因就已经讲到安尼啊，你敢要当这个物件？啊，事实上咱嘛当袂过，反正因就是要成立，啊，就是即马听讲干那补助。所谓闽南文化节嘛是咱倒大名，闽南文化节也是闽南啥物碗糕的补助要点，其实因一冬应该干那开伫即个文化节甲补助一寡台语相关活动吼。我顶个听印象是敢若有超过1000万啦，吼啊，其实听讲因有咧设法要搁增加，而且搁要伫桃园市找所在成立类似中华的台语文化园区，因嘛要伫桃园成立类似即种园区。拢有去看地点，啊嘛是有即个咧筹备当中，吼。但我意思就是讲，咱即个本土语言，咱过去捌反对过，乡土语言讲足土的，啊结果落尾改做本土语言，啊你讲本土语言嘛有土，所以你要搁反对，我毋知，就是即种名的问题吼，已经整甲无爱整，啊你若咱会当。拼就去拼，譬如讲公司台语台嘛共款咯，当初的名嘛有人讲啊，咱是毋是应该叫啥物闽南台是啥物台嘛有人提议啊。但是董事长、台长也是当初的一寡啥物委员等等，大部分拢讲啊，着台语啦，台语就好啊，啥物闽南，反正就是甲台语落。啊，
即个公司台语台语的这名会过，嘛是因为好佳在当初还阁雷军在任的时，雷军就直接公文落讲，就公司台语台就发起公司，就直接讲公司台语台，所以才无叫做闽南台、河洛台、什么碗糕台，这是咱会当。当然，佮拄好拄着部长啦，吼，就是讲这嘛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啦，吼。啊，咱会当拼就拼，毋过拼袂过时，你敢真正着要去抵这桃园的闽南文化民俗科？啊，桃园确实即几当办足济台语相关的活动，只是迄个看板着甲你挂一个闽南伫遐，看了足衰小安尼。但是问题，伊着确实办足济台语的。啥物剧团啊，或啥物广告书啊，或啥物碗糕拢有，你想会到的拢有啦。补助，而且毋是干那补助桃园市哦，吼，遮个台语妈妈、台语家庭就知吼。土地公文化馆啦，啥物有诶无诶吼，就不是咧广告书，不是咧有诶无诶台语活动。啊，当然有时嘛是用台语即个名，但是有时总开头就是叫做闽南什么碗糕就对啊，所以。确实是桃园有拨真侪经费伫咧做台语相关的活动，啊，即种时阵只要伊有真正咧办遮个活动，吼，咱后摆嘛会当请台语路朋友来分享参加遐活动的感觉，吼，反正就是讲，伊真正有办活动，真正有拨经费，真正有补助啥，啊，就是即个名做个小安尼尔，啊，你伫即种情形下，你是。阿辉无听到你的声哦，阿辉你可能啊，歹势可能去试着，伤激动用消音你啊。迄个咱今仔日吼，伊个因为咱时间超过真济啦，我知影讲啊袂了。啊，因为我有看到信涵老师伫在场，啊，因为我知影信涵老师嘛推动者，头我已经足侪遍拢讲着信涵老师，所以因为咱即马吼，因为咱应该12点结束，即马12点14分，啊，但是我想咱搁延长一线也无要紧。啊，恁若做真正伤暗嘛是伤忝。恁会使先休困也无要紧，啊！但是咱即马敢会使，我有看到迄个 Houston 迄个碧珠姐嘛举手吼，但是我想咱先互迄个信涵老师，啊是迄个单位老师梁光遐看有啥物因要comment，啊，咱会互碧珠问我有看到你举手举足久啊，我会互你问。啊，咱即马先甲时间交互信涵老师，请。3分钟短短啊，来甲阮补充一下。短短啊，3分钟就好。其实啦，我感觉头拄仔吼，迄个家己甲阿慧姐啊，拢讲甲足详细啦，迄理念嘛讲甲足清楚诶。我感觉因来讲啊吼，其实是共款诶代志，吼，共款诶概念。我以前嘛有大概类似伫无共诶地方嘛讲过，但是我感觉吼，因来讲较有说服力啦。因拢讲啊吼，我若讲就讲我去互教育部烧头安尼啦。啊，但是共款诶代志，因来讲可能较有说服力安尼吼。好，怀弟啦吼，我即摆先补充一项，其实因讲啊足清楚，我就讲专职单位的部分啦。专职单位其实啦吼，迄当阵咧讨论的是，甲内军部长啊吼，也是甲大家咧，甲其他的迄个部会咧讨论是，其实有两种设立法啦。吼，迄当阵讨论着两种，因为战处爱有够悬，大家讲即个战处爱是部会级的，就是讲甲客委会、原民会共款啦吼。啊，甲客委会、原民会共款啦吼，至少爱共级，那安尼就是规个行政院下面，甲文化部、甲教育部。迄个部会变大诶，安尼这是一种嘛吼，啊，另外一种啊吼是或者啊吼，迄种空壳诶单位，什么叫空壳诶单位？像总统府下面啊吼，有所谓诶什物原住民转型正义诶什物委员会嘛吼，啊，迄种委员会就是咨询性质诶啦，啊，若咨询性质诶吼，真简单啦吼，迄当阵啊吼，因讲啊，迄当阵我会记哩。有讨论到啦吼，甚至是我袂记哩是蔡总统有讲，可能应该是周馆长啦。咁啊，当然就是讲，恁若要成立这种虚的单位啊吼，虽会当成立啦吼，但是这个单位就是一支电话安尼啦吼，啊连专职的人力拢无安尼啦吼，啊这是甲什么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共款嘛吼，迄种就是可能一年开一两届会，啊总统到场致辞，一个来无实际上的功能，啊咱当然毋是要爱这种的嘛吼，啊迄当但是另外一种啊吼叫做部会单位，但是因行政院也是有总量管制，所以迄当阵甲侨委会毋是门政委员会
除掉嘛吼，所以就有一个什么海洋部、什么部啦吼，就搁成立安尼啦吼，伊有总量的管制啦吼。啊，迄当阵啊吼，头拄仔家己有讲着讲文化部连迄个场地拢选好啊，迄个物件是啥物物件？也是讲迄当阵成立一个国家语言发展科啦吼。那毋是部会级的单位，就是部会下面的单位啦吼，甲书病大吼，甲一个书病大吼，迄种的吼，也是讲一个科啥，迄拢毋免，迄个无总量管制，就是你。无啦，迄总量管制较细，就是你文化部内底无增加人的情形，你要甲即个人文书内底佮加挂一科出来，迄无问题。你就甲其他的科啊吼缩小嘛，迄问题较无法大。啊，但是若是要成立一个科啊吼，一个部的单位，一个部遮大的单位，迄就爱有一个部爱扭出来嘛。迄个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啦吼，毋是干那咱语文想要成立一个部啦吼，其实。大家拢有想要成立一个部，啊，但是就是看讲啊吼，国家感觉什么物件成立部啊吼较重要安尼啦吼，像讲即摆要成立一个什么数位的什么部嘛吼，是要叫迄个唐凤来筹备嘛，我印象中是安尼嘛吼，因为大家感觉即个数位的物件最重要的嘛吼，啊，即个物件就是。大家压手把啦，吼压手把，想要成立部拢来压手把，看上上有影响力就先成立嘛，吼。啊，你若较无力的，就慢慢排队啦，吼，慢慢排队。啊，这个语言是安尼嘛，吼，语言国家语言啊，吼，咱就是看咱有够大的政治影响力无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吼，咱的政治影响力若有够大，咱就先成立嘛。啊，咱的政治影响力无够大，咱就较慢成立嘛。吼，啊，这就爱有人愿意去做这种。工课啦，吼，做这个工课安尼，吼，啊若无啊，吼，其实伫，所以即摆教育部成立的是即个本土语文推动会，迄种的就是头拄我讲的，迄种就是咨询性质，伊毋是一个详细的机关嘛，吼，部长换人有可能就随时就无啊，吼，还是讲无开会安尼，吼，就是爱看迄个部长若卖啊，吼，就会有嘛，吼，像讲即个双语国家的迄个中心嘛是。行政院长卖嘛，啊，行政院长若卖，伊随时会当设立这种临时的单位，但是这个临时的单位的缺点就是讲，伊无法源，伊无组织法，所以讲啊吼，伊有一个办法，但是伊毋是一个法律，所以讲吼，伊若部长换人，还是讲啊吼，迄个院长换，行政院长换人，伊有可能随时就卡掉安尼，就算讲伊原本写的是5年的计划，但是嘛有可能伫换部长还是换院长以后，伫第3年换，啊伊就讲安尼成效不彰，我就甲你卡掉，这拢是有可能的安尼啦吼。这就是即马，所以迄当阵讨论到尾啊，有一届内政部长就讲啊，总量管制若无法度啦，啊无安尼啦，迄当阵可能是小可咧讲笑安尼啦。伊讲无啊，我文化部裁掉啦吼，改做迄个国家语言发展。部啦安尼啦，就是安尼。啊，另外一个物件就是讲，头拄仔家己有讲着讲啊吼，因迄个其实应该先照理想来讲是应该有一个语言部就好啊，来管所有的语言嘛吼，这是理想啦。但迄当阵啊吼，嘛有考虑到问题啦啊，你要叫客委会甲原民会拢裁掉啊。家己裁掉啊，来成立这个大家共同来成立这个部，这是无可能的嘛，吼，所以这就是这个组织拄着的困难啦，吼，困难安尼啊，所以即马变成讲吼，部会级的物件就是真困难啦，啊，但是若是要甲降较低就说啦，要要求讲哦，文化部内底有一个专职单位，教育部内底有一个专职单位，我感觉只要部长卖啊，吼，其实设立起来啦，吼，设立起来安尼，吼，这是我以上的。补充说明。多谢信涵老师吼。啊，咱即马迄个今仔日迄个吴医师，你敢有要短回应？你会当开麦克？时间真短啊吼，我感觉有一点可能提出来，甲大家考虑一下，就是即个咱台湾语言的情形吼，甲爱尔兰的语言的经验吼。有足相像的所在，哦，这个爱尔兰和英国甲英语安尼消灭，哦，这个爱尔兰语变做，伫1922年国家成立独立的时阵，吼，伊爱尔兰语是第4级危机啦，照即摆水准来讲，哦，咱台湾即摆是第3级，甲第4级的中间啦，哦。咱是受到华语吼的殖民甲消灭吼，所以这个命运真同款吼。咱看伊这个
这个独立了后，爱尔兰因的做法吼，马上爱尔兰语变作国家语言，吼啊规定足侪法律，咱即摆上袂，老喙烂看上袂到的啦，就是讲，这个公务人员啦、学校啥吼拢规定一定爱学爱尔兰语，吼啊100档了后，即摆安怎？原在爱尔兰语是第3级甲第4级维基的语言，吼。所以伫民主国家，拄则家己有讲嘛，要做即款代志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吼。虽然拢有真大的决心，吼。爱尔兰的情形比咱即摆情形搁较好哦，人因的国家意识极足强的，吼。搁有遮法律真完全，咱的10倍的法律来源吼，也做袂到吼。这实在是值得咱吼思考的所在啦。多谢。多谢吴医师吼。迄个梁光兄，你要先讲，还是要互迄个撇主席先讲？因为我想足简单讲一下啊，哈。其实爱讲的足侪啦，但是我特别提起讲今仔日家己的这分享，我感觉一点，当然遐细节咱就莫讲。我伊上重要就是讲，伊按即个体制内、体制外，伊两种的角色，吼，伊拢有参与着，哈。所以伊会当讲用无共款的体制内的角色来去体谅体制外的，先咱因较会接冲，吼。嘛当体制外角色较会讲，恁这体制内较会接。我感觉即种的分享，吼，不只有价值啦，吼。毕竟，吼，讲到尾啊，台语的问题，最后就是政治。就是政治问题啦，吼！因为台语是唯一有法度去威胁到华语霸权的语言，所以变做讲，这个华语霸权，这个掌权者，因着调工用多元化来扭其他的遐语言来甲你消失，甲你迄个主权吼，来讲迄个议题甲你 divert 了对啦，吼！所以。搁一点较互咱困难的，就是讲，咱若讲政治的投票的迄个地图和台语的语言地图吼，拄顶塔啦。所以讲，因这政治人咧设计，就是讲，反正你这是死票啊，你不管去安那，你嘛会按你投票来投互我啦。吼所以就是讲，对台语这物件，会当甘愿去牺牲家己一本地母语，为着维持伊的政治利益啦。所以讲，若是讲苏贞昌，假使讲苏贞昌是即个拢咧带动即个咱即个台语的发展的人吼，我是感觉讲一寡较做文化团体的事业的人会当，这毋免用较咧做政治的人来讲，就是讲我都无咧参加政治，我讲也毋惊讲我会政治上失分，而一寡文化团体会当，若假使咱有即个证据吼。咱就毋免歹势吼，咱拢足客气的，咱就爱直接甲讲出来，因为毕竟吼，政治就是压力团体啦。你若讲家己的口中拢无迄个压力，政治人永远袂插你啦吼。其他还佫有足侪代志爱讲，但是我今仔时间伤济吼，今仔时间伤少吼，我想讲我就讲到遮为止吼。多谢梁光兄，我知影有足侪问题，以后有机会吼会使提起迄个。票主住伫 Austin 吼，迄个 Texas。就是你嘛，家己的问题较简单讲一下。真简单，多谢恁大家对吼台语的努力甲贡献吼。有讲到讲救语言上有效的方法啦吼。我要感觉讲，咱若当争取着吼，升学考试，免讲升学考试，学校的考试内底的国语。文内底的考题，人只有10% 是伫爱用母语来考试。安尼吼，你要知影，咱现实的台湾人吼，伊的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伊一定就开始甲囡仔讲，开始讲台语，也是伊要讲伊的客语啦吼。安尼就吼，牵囡仔手讲母语吼，毋是一群人啦，是每一个家庭一开始就开始会讲啊啦，所以吼。咱若当争取着迄10%，上好是升学考试吼，绝对马上即个语言就大家拢讲起来啦，安尼啦吼。人总袂当的时阵慢慢就是讲
至少伫学校的考试内底有参加参着即个母语的考试啦吼，啊真多谢。啊，我要借问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国中有必修，伊就迄个小学是安怎？因为我住伫美国，毋知影小学必修无？小学是本来就有，就是20当前吼，迄当时啊，咱讲9年一贯的课纲吼，就是2001年开始，小学就是逐礼拜一节课，啊，小学的一节课是40分钟，吼，一节课是就是你会当对台语、客语甲族语内底选一项，吼，啊来上课，啊，正常就是一直拢干那小学。啊，必修的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若准无通过会落地，还是毋是安尼？毋是，即摆拢一定会通过，就是你正常的课程一定爱。无认真读啦，通过安尼哦，安尼。你逐科拢安尼啊？你阵讲数学，逐家拢考10分，你嘛袂当无互伊毕业啊？安尼哦，安尼哦。有影伫遐争取到迄个升学考试啊，升学考试就分数歹的时阵就减这10%，咱用10% 就好啦，无去10% 就好。你减10%，那嘛无爱减迄个安怎讲？伊的分数减10%，伊嘛无爱，抑也是讲有影响到伊的升学，还是伊后摆公务人员。即摆公务人员因啦，公务人员一定有加分无？母语会讲，啊也毋知也无安尼吼。因为像公务人员，伊有中央的公务人员，甲迄落地方的公务人员。即摆我看到的吼，拢是地方的公务人员，因有诶会讲，你若是有通过客语认证，你会当加分；也是讲你要来应我即个头路，你一定爱通过啥物级以上。我看到的敢若安尼尔。啊，真多谢迄个苏台的迄个。有啦，啊台语的无啦，嘿。安尼啊呀。规定讲你若要去因迄个客家重点区的佚头啦，吼，公务人员，你必须要有即个客语认证，才会当啦，吼。就是讲客家有一寡相关的规定，但是要安怎规定，就是你爱有法律嘛，吼，因为因有客家基本法内底有规定嘛，吼。啊，因即摆搁咧用迄个客家语言发展法，啊，但是啊吼，即个法啊吼，必须要通过立法院啦，啊，立法院若是。咱通会过，当然咱嘛会当去设啦，去规定啊。问题是，无一定通会过啦。就算是客家，你看因的客家语言发展法嘛无几啊动哦。客家应该是无人要甲动，无人咧甲动啦。但是因的客家语言发展法到即摆也未伫立法院通过。哦，咱就知影讲吼，有时这法律的物件介复杂的拖介久安尼。那真欢喜吼，啊，苏台吼。迄落伊即摆用母语落讲课啦吼，讲加50%的迄落补助费啦吼，啊真欢喜，我用钱讲也无要紧啦，反正咱就无爱伊即个语言安尼消灭掉啦，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谢碧珠吼，多谢，啊咱今仔日吼。